你好，我是蜗牛，我想陪你重刷知否，查漏补缺。明兰投壶大展神威，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明兰此时的理解，被注意就代表了力量，这种力量能让母亲不再受冻挨饿。回到院里，看见灶炭，就用眼神催着小蝶赶紧帮自己实施计划。他在这时就已经展现出超过年龄的管理能力，认为将一筐没什么用的灶炭去换一点乌炭，能够在父亲到来的时候产生更大的价值。哎，行令了。我是魏小娘院里的人，你不认识我？院里大宴刚完，进进出出这么多物件，要是被人偷了拿了，又被人带出屋里去，我们可说不清楚。门卫小哥的话说明财物的进出正在一个敏感的阶段，这代表了一种势，就是院中现在最重视的事情，如果触碰就会有严重后果，而最狠最绝的杀招就是成事。哼，人家院里头啊，那叫一个能干，怀生的怀生，投壶的投壶。哎，你当心人家娘子在枕头边给你告了，你别要被打出去呢。这句话仅仅是冷嘲热讽，强调魏小娘院里的失事吗？官娘子为何在门口摘菜而不在伙房？为何被拦住的时候偏偏出现个小厮和蔼可亲的叫你？为何走向小厮的时候，官娘子戏谑的摇头而笑？为何她打开侧门，客客气气和颜悦色的送你出门？我想从摄影角度去拆解一下这个画面。镜框特定位置有着象征的意义，上部象征着权力权威，而下部象征着服从脆弱和无力，而且下部的角色靠近暗色参照物过多时就具有危险的意味。镜头调度之中，将两人安排在了这个半开的门中，打光从背，让小厮的面部偏暗，背部墙面灰式建筑的尖角和小厮重合，解释了危险的来源。在摄影构图中，对称象征着和谐，会带给观众安全感，而非对称构图所带来的感觉会让观众困惑。在聚焦区域为亮色的取景范围内，颜色较深的为主导地位，右边的主导权重会高于左边。画面的空间调度同样也是镜头语言中的重要信息。过于接近的角色站位会给观众带来压迫之感，而左右两扇门在画面中将小蝶锁住，小厮挡住了画面中的唯一出口，是展现毫无出入的标准调度。综上所述，如果将这个画面转换成一个词语，那就是阴谋。就是手痒拆一下，结合景框、打光、站位、构图这几个角度去理解画面的隐藏信息，会找出很多直拍剧情之外的线索。比方说，小蝶出门后的几个镜头混剪，直接让我梦回第一期。镜头混剪分别是货物、开水、公扇、投壶、母女、马车。这组镜头以联想方式预告了随后的剧情。一件事情以货物为起点，让院子里沸腾了。一个使用公扇的人借助一件和投壶有关的事，将矛头指向一对母女，而这个货物的搬运是整个事件的题眼。红郎如约来到魏小娘的院中，明兰违背母意，开口告状。红郎气势汹汹地冲向大娘子房间，可进门之后却怂了。他是怕老婆吗？盛家并不是传统清流，盛老太爷高中探花，才打开了这个家族入朝为官的可能性。而大娘子的娘家王家对红郎的仕途起步有巨大影响，这一直让他觉得受恩了。所以名义上红郎和王若弗是主君主母，但心理地位上他俩是平起平坐的。他牛逼哄哄的杀过来的路上上了头，进门才意识到不好搞，再加上华兰的那张礼上自己选的亲家搞了个大乱子，自觉屡亏，所以气势瞬间落了下来。见不着我气冲冲的来啊，倒像个没事的。老屋里原只有一个，你说贤德非要买个人来替我长脸，如今自己妒忌了，平白无故糟践人呢，你连口吃的都不给，谁家大娘子像你这样？王荣福秒懂秒怒，但他怒的点和红郎并不一致。他也敢来唆办我的事儿？怎么，瞧着林小娘受宠，仗着女儿初回风头，也想骑到我头上来了？你们盛家真是一朝龙在天，反吐脚下泥呀！我这大娘子不做也罢，洗手与你家做妾吧。
毕竟魏小娘是自己买进来对抗林小娘的，如果魏书义也在背后鼓捣自己，岂不是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句名言中，一招龙在天的龙其实是明兰。明兰在投壶中的表现惊动了四方，其中就包含了王若甫。可明兰也姓盛，这句话一语双关，借助明兰怼红狼，主题仍是宠妾灭妻，这是王若甫的永恒主题，生生不息。也用不上这样撒泼。你若是个有良心的，良心？你还晓得良心？谁没有良心了？你，我才从那儿出来，那屋子像个冰窖，连口炭都不给，那毕竟还大着肚子。王若甫将事件定性抬高，红狼顶着气势只能再高一层，事关盛家血脉，高过一切。这时第一个代理人出现，甩了第一个炸弹。王若甫的外置大脑刘妈妈按住自家小姐，平静地说：主君，我们大娘子是个急脾气的，不过老奴还记得，因为大姐一亲事多，又伺候老太太病里，便由主君说话，将家里对牌钥匙全都交给了林小娘。魏小娘的诸般事也都是由她做主的，主君去问她，恐怕比问大娘子更清楚些。这番话有3层刀：第一，这事儿和我们大娘子无关，现在管家的是林清霜，你找错人了。第二，这事的始作俑者是你做主，将管家权交给了林清霜。第三，让妾室替代大娘子管家，你宠妾灭妻，创出新花样。红狼这一回头更是有着多重 OS： 第一，我敲，老妈子敢怼我；第二，我靠，找错人了；第三，我擦，是我家双儿吗？第四，天爷啊，怎么收场？与此同时，东荣早就溜去通知林清霜，这件事要有2种考量。在跟着主家的路上光明正大的离场，说明东荣的主动性很大，从小和红狼一起长大，或许他本身就是红狼真实意志的表现，所作所为都隐藏着红狼的默许。在看到主君因为这事儿去找主母，他迅速反应过来，主母可能会波及主君的心头好，马上做出判断，去通知林清霜，提前预判，给领导分忧的同时还落了好处。这是东荣多年在盛家摸爬滚打出来的生存法则。主君主母坐在厅里提审林清霜，但气势却做了反转。红狼冲冠一怒，现在却夹了自己的尾巴，蔫了吧唧的坐那装哑巴。王若甫当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收拾绿茶婊的机会，意气风发，昂首挺胸。早就做好准备的林清霜姗姗来迟，柔弱不能自理的矮身行礼，随后却径直坐下，让王若甫憋了一口闷气。知礼却不守礼，是林清霜给王若甫的下马威，其中的潜台词是放马过来吧。王若甫咬着后槽牙咽下这口气的原因是，老娘还有正事给你理论，也侧面说明这种事情日常没少发生，他都麻木了。你儿子把我华兰的聘宴输了，你自己把魏小娘的炭火吃食都给昧下了。王若甫的第一个落脚是赌聘宴事件，他真的关心魏小娘事件吗？当然不。使他更窝火的是女儿纳征礼上攒着的这口恶气。但如果能借此事扳倒林清霜，夺回管家权，那他就高兴了。真是一山还有一山高啊！大娘子不能空口白话，无人清白。第一山是林清霜的儿子长风下场赌投壶，差点丢了我华兰的聘宴。第二山是林清霜吞了魏小娘的吃食，祸乱后院，这是王若甫给林清霜记下的第1层罪。他屋里炭火茶水都没有，若不是今日官人去他那边受了寒，那蠢货还替你瞒着呢。这是第2层罪，因为你谋害魏小娘，损伤了主君的身体。你这是要活活的逼死他，逼死他肚子里官人的孩子呀。这是第3层罪，伤及盛家骨血。谁说王若甫傻？这一层又一层的帽子戴上去，林清霜可就没法一脸平静了。先用账册甩锅，紧急 Q 出代理人雪娘补充炭火。雪娘看似卑微的几句话，将王若甫的帽子全扔了出去。东西我亲自如数分发，这天大的冤枉！我们小娘为了盛家骨血，拿出私房钱买补品，你作为大娘子做了什么？有什么资格给我们扣帽子？但求主君主母千万别听那小人唆摆，我这就去拿账簿过来。你这么说，东西都是全的？实在不敢欺瞒，真是全的。红狼这句话
就充满了官场的精髓。账簿有是吧？全是吧？那我可是提过了，不必看账册，这事儿我没责任了，不是你就是他，你俩争吧，我隐身了。千万不要听小人说白，那就是魏氏攀误你了。不，魏家妹妹是最和善不过的，这中间怕是有什么差错吧？差错是啥？差错可以是魏小娘，也可以是你大娘子。雪娘的职业素养让她立刻补刀，为了插嘴来了句套话：奴婢有一蠢念头。知道蠢还说什么？一时之间红狼惊了，雪娘差点喷出去，费好大劲儿才咽进去。王若福为啥要怼她？没有为啥，就是爱好。你个蠢出世的王八，蠢出升天的王八子，夜半三更的有力气在这里鸡猫子鬼叫。让我给那个贱人做个表率，让他看看什么才是当家的主母。大娘子！我们小娘定是给了分内，那魏小娘却肯定没用上。这东西不可能凭空化了烟，指不定在谁那里。这时刀才真正出了鞘，手拿这把刀的人到底是谁？夜幕降临，火把注视，婆子们冲进女使的住所，所有财物大拉拉的全数堆在床上，小蝶随即被按住，听候审判。红狼低头一看，心中一松，这下好了，一个女使而已，收拾了就收拾了。我家真出贼了。第一个陈情的是谁？你这个贼贱女，昧下自家主子的东西，还说要是我们小娘的。多亏主君主母英明决断，拿出断案的本事，否则非得让我们家小娘冤死不可。雪娘的第一句话就给事情定了性，这是女使偷窃案，而且是主君主母亲自查出来，为我家小娘洗清了冤屈。这不只是直接给小蝶定了罪，还把林清霜顺道摘了出来。林清霜抓住时机，在所有人发生之前马上说：红狼，奴婢总是没辜负你。既然他没有辜负，那是谁辜负？前面说了，账本记载不是他就是王若福。魏小娘在这一刻还没看清本质，急于替小蝶解释，绝不是小蝶干的。而林清霜看了一眼小四，小四接了眼神，后退一步。若说后退一步真的很显眼吗？可雪娘偏就把他 Q 了出来。你做什么？小四顺势跪下，说出证词。我前日给他开了角门，我看见他拖着一筐子炭出去的。你是主君奉墨小厮，怎么会去开角门的？前日里他打翻了徽墨，受罚去的门郎。雪娘是林小娘的高等女使，凭什么替一个小四解释？魏小娘这一刻懵了，大娘子也抽动着眼角。魏书义深吸一口气，一切都懂了。此时这个场上已经是明牌，所有人都懂，所有人都不能说魏小娘是王若福买来对付林清霜的。既然我林清霜可以凭借儿子站稳，你魏小娘也有可能。与世无争可以，但你不能膝下有子。所以干掉魏小娘，她势在必行。但挡在魏小娘前面的是中仆小蝶。这是一场由林小娘主导，雪娘全程把控执行，矛头直指小蝶这个魏小娘身边唯一屏障的精准猎杀。天黑请闭眼，狼人请睁眼。红狼的日常住所是林七阁，自然是林小娘和他的小四伺候笔墨，日久相熟，极易控制。红狼定下华兰亲事，以王若福筹办婚事过度繁忙为由，将管家权交给了林小娘。那么物资分配、下人处罚的权利全盘在握。如果不先除掉小，想铲除魏小娘和她腹中的孩子，困难十足。于是他选定了华兰的纳征利。他借权力克扣魏小娘的份力，魏小娘不接招，悉数忍下，开始让小蝶帮忙变卖自己的嫁妆，艰难度日。在纳征前一天，林小娘买通红狼的奉墨小四，打翻徽墨，将他罚去门口守着，时刻等待小蝶出门。明兰让小蝶去换炭，就是华兰纳征当天。不如将我们手上的这些灶炭卖了，换些混花炭回来。明兰，快点回来，将衣裳装扮好。
大姐的聘船就要到了。平时炭火只是少发，多少还要给一点意思一下，否则没有小蝶签收的手印，账面做不圆。定例1日8斤炭，现而今3、5日才得4斤。现在既然是周姐姐帮着林小娘管着家，那就让周姐姐评评理。腊蒸当天，林小娘故意授意厨房的官娘子一点炭火都不要给。你跟他们说这是咱们的地方没有？说了，官娘子他们只叫我滚。此时林清霜的院里其实监看着魏小娘院里的一举一动。小蝶大怒跑去厨房要炭火，雪娘便及时到场，与官娘子唱了剧集开幕的这一场大双簧。干什么呢？周娘子庄安。为了不大闹克扣炭火的事儿，雪娘把灶炭当做乌炭拿给小蝶。哎呦，不就是几筐炭石吗？何必呢？官娘子在。小蝶姑娘既然是要炭，你到灶下给她拿些便是了。是。算准了灶炭他们用不了多久，总是要想办法来寻求乌炭。怎么这么大的烟？是灶上烧的炭。他们竟敢骗我！这灶炭这么大的烟哪能当乌炭使啊？我这就去找他们再要灰花炭去。我总觉得这一幕，雪娘看着小蝶离开的背影，眼中是带着些钦佩和惋惜的。她好像是在说，可惜了，这么忠心和耿直的奴仆，眼看就要没了。纳征当天，盛家出入人员杂多，如果真有人拿了主家的东西，是销赃的最好时机。然而当天小蝶并未出门。第二日，林清霜先让官娘子去主门口坐镇，让门卫小厮看紧了出入的人员，可能还顺便铺垫散播了有家奴趁主繁忙之际偷盗财物的谣言。小蝶来到门口，不被放行，随后凤墨小厮紧跟出现，招手把小蝶一步一步引向角门。姐姐快去快回，我在这儿给姐姐等门。谢谢。这一出门就犹如踏入无法辩驳的深渊。从反向逻辑来看，换炭的主意是明兰出的呀。如果小蝶没有拿灶炭去换，林小娘的计划岂不是破产了？其实林清霜需要的仅仅是小蝶出院这个动作有目击证人，至于她出去干嘛并不重要。既然炭不能用，魏小娘又不愿意去闹，那他们一定需要出去变卖财产，购买乌炭。小蝶，不行，这是小娘你的嫁妆，剩下的都已经典当干净，只剩这一件了。可现在孩子冷成这样，还谈什么嫁妆不嫁妆，替我拿去当了。变卖嫁妆的执行人过去一直是小蝶，如果出门不是换炭，那效果更好。此前他一直这样做，一直也只有小蝶帮他经手。如果他是借着帮主家典卖财物之名，掩护自己盗窃财物出去销赃，这是多完美的罪名啊！腊蒸第二日，明兰堵到了红廊。为了接待父亲，明兰十分聪明地和小蝶姐姐商量，用灶炭换乌炭，房间能暖和点，红廊也能待着久一点。小蝶毫无察觉地走入了陷阱。至此，安排小蝶销赃的证据已经完成，他只需要等着这件事情东窗事发。明兰向父亲告状，其实只是加速了整场布局的进度而已。他告与不告，小蝶都已经走入死局。因为如果小明兰不在喜宴出头，不在红郎面前哭诉，林小娘也可以由自己之口劝主君主动去关爱一下怀孕的魏小娘，主动发现炭火之事，也显得自己宽厚良善，维护家宅和睦。即便魏小娘和明兰遮掩，也可以再由下人的操作让炭火的事情闹开。小小的明兰如实讲述了小娘和自己受的委屈，却成了恶人顺势擦去作恶痕迹的工具。红郎身边的东荣看着主人身边的动静，随时给金主报信。林清霜随即撤除了凤墨小厮的处罚，恢复随时跟在红郎身边的工作，这样才能随时作证，大戏才能随时随地的开唱。红郎将林清霜叫来责问时，他与雪娘一唱一和，痛陈委屈，再由雪娘之口将事情引导到模糊地带，以增加这场大戏的热闹程度，也保证目的完美达成。这东西不可能凭空化了烟，指不定在谁那里。根据画面环境可以看到，查问的时候天还亮着，而查到魏小娘院里已经是晚上。这中间大把的时间，进进出出的丫鬟婆子想把赃物塞进一个下人的房间，可太容易了。真实的骗局一定是7分真3分假。
唯有无可辩驳的事实，才能将骗局描绘得无比真实。一旦走入圈套，面对的就是十面埋伏。爹爹，是我叫他拿那些浓烟炭去换灰花炭的，不然你到我们屋里是一口火都没有的。爹爹。此时的明兰不知道，他的解释已经毫无用处。好孩子，你这是被他欺瞒惯了。他今天拿了这么多东西，你怎能一件件都知道？这主仆二人一唱一和，好像根本不需要彩排。林清霜这一箱把孩子拉走，否定到证词，那一箱雪娘紧接着吐露杀意。应该拖出去打死了算数。污蔑上亲，谁是上亲？林小娘这一妾室吗？红狼发飙发错了人，误伤大娘子，雪娘将她的罪名摘了下来，以更可怕的形式扣死在小蝶头上。她要她死。他是我院里的人，有你什么说嘴的地方？小娘，你救救我，真的不是我。小娘，这个死字激发了魏书义进到这座宅院里唯一一次硬气的高光。这一瞬，他拿出主人的姿态，像喝退食府的野狗秃鹫一般喝退雪娘。这是真实的他，那个崇拜着李娘子兵戎天下，怀着一颗勇者之心的他。他要守住自己身边最亲的人。不久之后，面对死亡，他再一次爆发出真实的自己，也同样是因为保护。他用自己最后的余晖去保护女儿的未来。站在死亡的门口，我们讨论的都是真实。此时的他再一次表现出他的机敏和智慧。小蝶对我从来都是忠心的，伺候我也很周到，莫非是另有别情？大娘子聪慧心善，定能查明真相。求主君还有主母查明真相。他紧紧抓住大娘子这个权力高位上唯一可以帮他的人。他没有证据证明小蝶的清白，连指出疑似祸首的线索也没有。他不敢说这是明晃晃的嫁祸，只能说另有别情。这个另有别情是不是也可以把这高位上的人通通摘干净吗？大娘子聪慧吗？并没有。可现在她必须是聪慧的。心善吗？未见得。可她现在必须心善如佛，架上高台当如是，否则还能有什么指望？魏家妹妹，你是个心软的，他今儿敢偷了屋里的东西来攀污大娘子，明儿个还指不定怎么对你呢。林小娘及时切话，着重强调是小蝶偷窃，还攀污了大娘子。若你大娘子帮腔，就是上赶着被蛇咬的农夫，架着她无从开口。你胡说！我对我们家小娘从来都是忠心耿耿，你们冤枉我！冤枉？冤枉什么冤枉？塞住他的嘴！眼看大事将成，雪娘迅速捂嘴，扫清战场，封死你哪怕一丝辩驳的可能。主仆之间一套连招打得如此精妙，魏小娘眼含热泪，只得搏命一拼。各执一词，说不清了，报官吧。官人，报官也好啊。我就是官，报什么官？报官是不可能报官的，永远都不可能报官的。这场对局中的每个人都清楚，主君有多么在意他的脸面，那是他最重要的东西。聪慧如魏书义，他会不知道吗？他绝不是个会主动触碰主君逆鳞的人。可现在事关小蝶性命，雪娘林清霜连环围堵，他拼着风险也得逼得主君主母为了不报官把事情闹大，暂且松口收押小蝶，责问调查，给他一些时间想办法，千万不要马上处理，哪怕只有1%的希望呢。小蝶因他受此连累，他必为他拼尽全力。俗语说，家有北厨房，别怕厨子肥。就算这开油的厨子也不敢把油全喝了呀。我瞧这事儿挺蹊跷，若责问清楚了，我家就未必有贼。
大娘子的方案燃起了魏小娘的一丝希望，都说她是大神经直肠子，这时连她都看懂了未必有贼，一家之主真的毫无察觉吗？袁家悉数留居在这院里，再让差役来搜了家，明日何家上下呀都不用见人去了。红狼真好笑啊！明知道袁家都住在院子里，大张旗鼓搜院子的是你，从下午搜到晚上的是你，在开放院子里审判的人还是你。说的这些，当真只是怕袁家知道吗？还是怕万一真查出点什么？红狼只想快刀斩乱麻，可他不想放弃。求主君彻查清楚再定夺吧。家中清静多年，从未出过此事。小蝶这件事情疑窦丛生。疑窦什么呀？是你要做苦主，说没了东西用，现在赃物都在这儿了。你这个苦主反要来算我的不是。今日之事都因为他。不是我，主君真的不是我。红狼彻底明白了，前一句还说你是苦主，后一句就所有的笑话都是因为你。受害者有罪论，他玩得溜溜的。他从来就不管真相到底如何，也不在乎魏小娘吞下了多少苦楚。至于他的婢女是死是活，又与他何干？他想要的无非就是保全颜面，再速找个背锅，一段话将公平正义彻底摧毁。这就是一场笑话。笑话？什么是笑话？这是笑话，我才是笑话。笑得上，我是整个扬州的笑话。谁家族大娘子做成我这样啊？谁家做妾做成这贱人模样？哼！这盛家，整个盛家宠妾灭妻，早已经是扬州城的笑话。大娘子息怒，大娘子，奴婢仰慕主君，主君也只是可怜我家破人亡，投靠老太太，无处可去。大娘子，你们长风这小畜生，险些把我华郎害死，随随便便打2下板子就当交代，阴痍！真是泼妇！他都活生生的快把夫人给打死了，你还要咱们的儿子去给一个畜生抵命是吗？板子不打到自己身上是不知道疼的。上位者的眼里除了自己的得失，别无其他。大娘子在乎的是宠妾灭妻和她的华儿，红狼在乎的是她的脸面、她的风儿、她的双儿。而林小娘抓住机会表演了这个精彩绝伦的侧手翻，斩断了小蝶和魏小娘的最后一丝希望。快把这个被主偷窃、污蔑上卿的贼妇人拖出去打死，别脏了这个院子。这么严密的一张网，一声高过一声，喊着要他死。冤枉你的人比谁都知道你到底有多冤枉。主君，他虽做错了事，小娘真的不是我。他虽做错了事，可老太太病方好，前日子大姑娘又过了纳征之日，我又怀孕在身，打死她是小，冲撞了老太太和大姑娘是大呀。有道是好生之德，家有余庆，求主君看在各位贵人的份上，不要打死他，将他赶出去便是了。爹爹，你别打杀人，我害怕。一切都是徒劳，已入穷巷。做出这个无比痛心的决定，他将自己一并送入穷巷。既然小蝶的命不重要，我的也不重要，那我用你们在乎的那些求你行吗？老太太病方好，你与老太太母慈子孝，是你宝贵的名声。华兰刚过纳征之礼，华兰是你们的心头肉。尽管我命贱如泥，我肚子里好歹是盛家骨血，就为了你们这些贵人，放过这个冤屈受累的贱命，行吗？这一跪和前面的一怒同样的让我动容，而这一刻，谁还觉得她是你曾经认为的那个懦弱隐忍的魏小娘呢？小小的明兰从爹爹是我叫她去换炭的，变成爹爹你别打杀人啊，我害怕。她不明白事情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既然无法挽回了，就跟着母亲学怎么保住小蝶的命。可我打小就知道，形势比人强。无论怎么说，父亲都要信人家的，说再多又有什么用呢？是啊，又有什么用呢？形势比人强，留得青山在才是最有用的。小娘她信不信我？信。小娘说你跟着她受连累了，让我给你点报生的钱。无法捉住公平，无法触碰正义的无力，活生生血淋淋的在他们面前上演。神像的倾倒比耳边的雷鸣更为震撼。这一幕无论对于明兰还是小蝶，都将刻骨铭心，成为两人一生的伤痕，也是一生的指引。我早就想明白了，从今日以后，就算您不认我了，就算我将这全家都得罪干净了，将来再也无娘家可依，什么尊贵荣耀，什么官人诰命，我全都不要了，我就要一个公道，我只要求还祖母一个公道。这一期讲到这里，作为前3集中最激烈的冲突，夜神小蝶这场戏将宅院中的权力拆解得淋漓尽致。一层窗户纸被戳破，一张遮羞布被揭开。我一直在想，到底什么更可怕？是倾轧、阴谋，还是冷漠？我是蜗牛，下期再见。你好，我是蜗牛，我想陪你重刷《知否》，查漏补缺。很多剧粉重刷《知否》的时候会刻意跳过前3集，是为了跳过魏小娘这场太过压抑的离世。跳过前3集是一种情绪逃避，但我更愿意看作是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对于魏小娘的尊重，这是我们为她默哀的仪式。所以这一期我不愿意过于放大悲伤，换个角度去看魏小娘的死亡。作为明兰的母亲，魏小娘对她的人格塑造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魏小娘的养育让明兰看到了生活的暗处和母爱的明亮，祖母的保护让明兰看到了暗处的哲学和明亮的力量。魏小娘是明兰的 A 面，祖母是她的 B 面。这一期就是 A 面的生效时刻。我提出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来作为这个视频的线索：魏小娘为何不争？在第5期，我分析过魏书义的深层思想，他将自己困在了出世和入世之间，处置自己的出世，为了明兰而入世。思想层面的深刻矛盾让他寻求宗教的出口。他如果选择去私、去设局，代价就是全盘否定自己。他的思想很高很远，却被这院墙锁得死死的，只能言传身教的去影响明兰。我就是想，咱们活这一辈子，总不能在这院子里头绕弯打转的吧？若为了在男人面前挣一口饭吃，反倒把自己变成面目可憎的疯婆子，这一生多不划算。这些都是他跟自己的斗争。那么实操层面是什么影响了他的选择？推理这个问题的前置逻辑有2个：第一，魏书义是王若甫买回来对付林清霜的；第二，从明兰的言语中知道，魏书义用《战国策》这本描述政治人物的游说斗争智慧的书来教育明兰，说明他心中的天地和勇谋。小时候我娘跟我说过《战国策》的故事。王若甫买魏书义的目的是当枪使，当魏书义进了盛家门，就发现了这一点。他可以让自己变成大娘子的枪，但是否做这样的选择需要全方位的考量。他首先需要搞明白的是这个院子的权力分配。如果他选择站在了大娘子的阵营，他所面对的直接敌人是林清霜。如果魏书义的地位上升，就意味着林清霜的地位下降，这是目前这个影响力不低于主母的妾室完全无法容忍的，一定会出招迎敌。那魏书义就要判断自己的火力能否干倒他。干倒他的本质是推翻红郎对他的支持和偏爱。林清霜是院中的心计第一人，情深不能自抑，表演艺术家。这个人对于主君是彻底的依附，红郎就是他的天，没了红郎他会失去一切。魏书义的对手看似是一个小妾，实则还有盛家的主君。在探索魏小娘争宠这件事的可行性之前，需要先研究红郎偏爱林清霜的心理模型，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大娘子息怒，大娘子，奴婢仰慕主君，
主君也只是可怜我家破人亡，投靠老太太，无处可去。大娘子，红狼和林清霜在圣府当时掌权主母的眼皮底下搞出好大一张床事件之前，红狼以庶子的身份活在一个由嫡母苦苦支撑的所谓望族之下。当初我清白之躯与你暗中苟且，白日宣淫的时候，你何尝想过我不知羞耻？纳林清霜为妾，表面上是肚子大了没法收场，祖母无奈只能任由发生，但实际上这是一场圣府宅院的权力交替。这个过程和剧情后期太后和新官家的过程有些许的相似，但其中的弯弯绕绕和情感碰撞我们留着以后拆分。在交替中，这个违背当权者意愿并由自己做出的选择，在红狼的潜意识中是一个权力标记物。林清霜是他长大后的第一个扬眉吐气的战利品，有着非凡的意义，这是偏心逻辑的第一层。娘老子想摆布儿子，若儿子想的就是父母想的，儿子便说是孝顺顺从；若不是一条心的，儿子就顾不得孝顺，只顾自己的。庶子的成长过程在这个模型之中是偏心逻辑的第二层，他目睹了他的小娘、他的亲娘的遭遇，并将这些投射在了林清霜的身上，这是一种恋母情结。这种心理理论同样由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提出，他没有能力拯救母亲，所以他用保护林清霜的形式为自己寻求救赎。另一种心理理论也能解释这种状态。对于男性来说，如何与异性相处这件事儿，是他们和母亲的接触中习得的。可以说，幼年时和母亲的相处奠定了他们日后与异性互动模式的底色。可以想象，儿童到少年时期的红狼如何帮助阿娘，是他生活中无法忽视的心理日常。到了如今，这样的思维惯性就在不经意之间投射在了阿娘的化身林清霜身上。记得那天和老太太一起做针线，红狼你掀帘子进来，带进来一身茉莉花香气，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当时的样子。这辈子跟了你，不冤枉。双儿，我定不让你后悔。张爱玲在《心经》中写，女人对于男人的爱总是带点崇拜性，这种说法只是惯性思维，但林清霜反向操作所表现出的崇拜感让红狼欲罢不能。这不仅补偿了他灰暗的童年，还撑起了他外强中干的自尊心。研究红狼是林清霜的终身课题，但是他交出了墨兰这个不完美的论文，导师评语是结论无法在广泛层面运用，这是他偏心逻辑的第三层。拆解到这里，连我自己都要问自己，按照这个理论，红狼岂不是更应该共情魏书义？首先要明白红狼对魏书义的天然抵触，他难道不知道王仁甫买魏书义进来的目的吗？这不仅涉及他对林清霜的保护，更涉及他和王仁甫的心理权力对抗。大娘子强势自负，姿色平平，红狼作为文人更是与他难有共同语言，而林清霜的柔弱、美貌、才情，每一样都完美补偿了自己在婚姻中向往的缺失。美人常有，可是像你这样满腹才华、善解人意的美人却不常有。双儿，在我这儿，你永远都占头名。偏偏大娘子的娘家对自己有提携之恩，这既可以是感激，也可以是压力。为了占住主动权，她不可避免产生对抗情绪。我被人耻笑，被人唾弃，被人瞧不起，这些我都认了。我对你是一片痴心，情深不能自抑呀。被人耻笑，被人唾弃，被人看不起，这不正是红狼真实的童年经历吗？林清霜自述触发这些关键词，便瞬间唤醒了红狼的共情雷达。我和我阿娘只能在夹缝里做人。7岁前我身上没一寸皮是好，亏了老太太一直偷偷护着我，不然我未必有命活到今日。这种源于童年的阴影，在他看来是魏书玉不曾有的。
她买进来之前就是读书人家的闺女，被父母悉心教导，哪像她和她的双儿一样受过这种非人的虐待呢？初遇林清霜时，两人正风华正茂，红郎憧憬爱情，也正逐步接掌权力。魏书义进门时，他已步入中年，早已成为家中说一不二的主君。即使年轻貌美，奉迎讨好，在他眼里至多当成以色示人的宠物。可双儿是陪他度过最艰难的起步时光，一起走过青春岁月的伴侣。红郎的偏心从不是只因美色和才情产生的，而是选择了自己的心理需求。在想明白了这些，魏书义是否还会冲进去当炮灰？他不是傻子，他明白有大娘子这样一个脑子追着嘴跑的队友，他赢不了，赢了就会再开启一个新的战局。抛开一切因素，我们就假设魏书义成功的斗赢了林清霜，那本质上他就变成了林清霜，而且是 Plus 版。因为你踩着前辈上了位，就说明你在斗争中把自己变得比他更强了。真的到了那一天，一个更加值得探讨的问题就会随之出现。王永福角度看来会是，我买的那把枪最终变成了指向自己的武器。林清霜是你头面上的主家，我才是你石根子上。这个问题的表现形式是，王永福是否允许另一个更高段位的侍妾的出现，和魏书义失去本心成为大宠妾之后，是否仍愿意在王永福身边伏低做小的人性问题。从客观条件看来，像魏书义一样没有娘家后盾，膝下无子傍身，有个自己珍视的女儿，不受主君宠爱，自身聪慧，队友自私短视，手中没有权力，被上位者摆布成刀，但没有退避，而是选择争的人，有吗？我在脑中搜索了一遍，有。他就是《甄嬛传》中的曹启墨。在华妃、甄嬛以及皇后的斗争中，他一次次冲锋陷阵，他选择成为那把刀，最后连心爱的女儿也沦为做局的工具。他若一直站在华妃阵营，华妃倒台他必被清算，他最终倒戈甄嬛，依然落得惨死下场，甚至挺不到女儿长大。有人可能会说，大娘子本性纯良，不可能像华妃一样为了争宠戕害明兰。确实，大娘子不会，但林清霜会。只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的。没有上帝视角，我们永远无法预测敌人会在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对你和你在乎的人下手。影视作品中经常鼓励我们不要懦弱去争，但真实的斗争更依靠硬实力，人性往往最经不住考验。斗争是有惯性的，我们在每一次失败后会更渴望胜利作为补偿，又在每次胜利后放大，寻求更多利益。生存中的我们没有主角光环，当实力、境遇与野心不对等，强行开战，下场便是一无所有。说到底，对大娘子而言，魏小娘是一个下人。啊，对了，花儿，今次回去你舅舅拿了2串珊瑚珠子。哎，母亲，你快坐，快坐。他一尸两命而死，在大娘子心中只是区区要回管家权的筹码，分量甚至比不过一串珊瑚珠子。王耀福没有害他的心，但确实从没把他当回事儿。为了这样一个队友，把自己和女儿置身险境，真的有好下场吗？这魏小娘的后事怎么办呀？她一个点卖来的妾，有什么后事不后事的？去横街前叫口棺材收了，惦记她是为盛家开枝散叶亡故的，找个字儿好的秀才写个碑，再给她娘家5两银子，就叫刘妈妈去料理吧。于是他选择了明哲保身、谨小慎微的策略。魏书义进府之后生了明兰，虽然生活紧巴，但没有活不下去的问题。从王耀福的角度看来，自己从未亏待过这个小妾，这又涉及另外一个实际层面上的重点：为何隐忍的招数突然失效了？为何生明兰之前林清霜没有对他动手？为何夜审小蝶时魏书义的第一个求助对象是王若甫？知否故事开始的时间在林清霜掌握管家权之后，以至于大家误以为魏小娘这几年一直挨饿受冻，实际上红郎是以华兰娜争为由要下管家权。在知否的案例里，姑娘们从议亲到正式下聘一般都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所有平衡的打破都源自管家权到了林清霜的手上。林清霜怕魏小娘生下儿子，在起初怀明兰的时候应该已经焦虑过，但当年她无权插手。魏书义2次怀孕让她觉得不能再按兵不动，必须出招，于是她主动要求红郎帮忙要来管家权。妾室管家这本事本就是匪夷所思，从见证人郎中身上就能看到普通人的惊愕。
你家稀奇得很，是小娘管家，不是大娘子。可红狼还是给了林清霜，这不仅加深王耀福对宠妾灭妻的耻辱感，也给了林清霜更大的胆子。林清霜掌家意味着能够让魏书义明哲保身的环境突发性消失，自己直接被暴露在对手的瞄准器之下。他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投靠祖母势力，可他有没有资格，就是这个选择之下的考量。刚才我们提到，祖母和红狼早就完成了圣府的主体权力的交接。红狼表面顺从，实际上并不听老太太差遣，甚至多说一句都算得罪了她。我这番话的意思，你是真不知也好，又或是不肯接我的话也好，有些话拼着得罪你，我也要说了。本非亲生母子，操了心反倒受埋怨，这又是何苦？正妻和孙辈的事儿，还可以说关系到家族荣辱，消点一下。妾室在名义上是只属于主君的奴婢，若连红狼的妾室都要管，这摇摇欲坠的母子关系更加无以为继。如此说来，魏书义只能任人宰割了吗？他没有资格，但明兰有。就剩你一个人，人是走不开。好，这里就体现了他的斗。细心回看，你会发现魏书义对明兰去老太太院里有非常强的执念。若是你不想变卖了，明日就去老太太身边伺候着，这是爹爹抬举你们的大事。要是能得到老太太青睐，寄在老太太那里养。听说那边都是银骨滩，屋里可暖了。特别在明兰把红狼请来这场戏，你养的明兰真是个好孩子啊！昨日为全家人争了口气。都是这些日子在老太太身边长了见识，我只盼着她千万不要辜负老太太和主母的爱护。老太太看上哪个丫头，便是哪个丫头的福分。正是呢。红狼的满脸笑意瞬间垮了。老太太看上哪个丫头，便是哪个丫头的福分，潜台词就是你肯定是没有这个福分的。华兰定亲的消息早就有了，红狼计划墨兰过去，日日让墨兰去读诗。他在红狼面前一向温顺恭敬，却明知红狼的心思，还故意在他面前点名。此时的祖母还迟迟不对此表态，他深知如果要了明兰，红狼和林清霜必将记恨魏书义。但魏书义内心无比坚定，只要女儿安全，他不惜得罪主君。做出这个决定，他也选择了独自对抗命运。自从买进来的那天起，他就做好准备，一世被困在这座黑沉沉的宅院里。可他仍然期盼着，祈求上苍垂怜，佑他生下这个孩子，能不能有机会改变命运。再回到开头，魏书义到底争了吗？我认为他一直在争，只是形式和目标非常的隐形。争与不争对他自身来说是个巨大的矛盾，这个矛盾大到他自己无法独自扛下，所以他极度的不甘，到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刻都无法瞑目。他的命运真的由他掌握吗？在圣府的一场场寂静无声却又雷声震天的战争之中，将他推入深渊的是所谓的懦弱吗？这一期讲到这里，我想讨论一个在脑海中萦绕很久的想法。我认为编剧在写这个人物的时候，写的其实就是象征着勇敢的李娘子，但写的是勇气的背影，不甘。她意气风发，不让须眉，沙场点兵，驻守众关，死后成为封建历史上唯一一位以军礼下葬的女性。在我的眼中，她的注脚就是将军，不需要在这个词语的前面缀上女字。旧唐书记载，平阳公主高祖第3女也，太穆皇后所生。新唐书记载，平阳昭公主太穆皇后所生，下嫁柴少。如此耀眼夺目，打下李唐江山的大功臣，却未在史书留名。李秀宁这个名字出自哪里？谁给安上的？一概不详。她的死因也仅仅记载了6年薨这短短3字。她是战死沙场，还是不幸病逝，甚至是败于宫廷斗争？后人一概不知。这些重要信息当然有可能是淹没于时间之中，
典籍丢失，也有一个重要的可能，就是她是女子。如果这位将军泉下有知，是否会充满对封建制度的不甘？而这份不甘就是魏小娘的内核，也是编剧写作中要表达的底层思想。魏小娘之死这场戏的本质是公主的战甲，娘子的孤坟。而我有更加美好的幻想，这也有可能是历史长河之中众多有着抗争精神的女性并肩高呼：契约无依，与子同袍。我是蜗牛，下期再见。你好，我是蜗牛，我想陪你重刷《知否》，查漏补缺。魏书义去世，红郎赶回家，东荣马上提醒雪娘，魏小娘家来人了。魏小娘家里来人了，这暗示着红郎此时就知道这事儿和林小娘脱不了干系。魏小娘身边的丫鬟是最直接的2个负责人，可被打板子发卖的却是朱楼和厨房的官娘子，绿萝则好好的送回了大娘子这边。林清霜是你头面上的主家，我才是你石根子上。打板子时，面对林清霜的哭求，他痛苦的仰面思考，一句审问也没有。可见谁起的事儿，谁是谁的嫡系部队，红郎真是一点都不糊涂。等你养好些了，我就接你回去。你这些嫡母庶母兄弟姐妹，一个个都是厉害的，你一个娇滴滴的小姑娘，我怎么过呀？姨妈，这些话你不要再提了。姨母在这一刻出于心疼，也许确实生过带走明兰的心，但礼法上明兰父母皆在堂，她一介平民，以小姨的身份怎么争得赢？她只能想办法帮明兰筹谋一条在盛家可能活下去的路，于是她选择了大娘子。我要见你们家大娘子。注意，此时魏姨母的脸上满脸的坚定勇敢，哪里有悲戚？可到了王若甫这里，哭的是梨花带雨，一场为子伯出路的大戏就此拉开。不是为了我的大姐姐，是为了明啊，六丫头。我想啊，接她回乡下养病。接走明兰这个建议对于王若甫来说就很突然，说实话对他没啥损失，但同意又会显得他这个嫡母不负责任。外置大脑刘妈妈就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直接接过话头软拒绝。魏娘子若心疼，就在咱们府里多住几天。六姑娘见了您，兴许气色还能好些。正是。魏姨妈发现靠卖惨作用不大，马上我这可怜的姐姐就留下这点姑息，你说要是再保不住，我将来可拿什么脸见她九泉之下呀？这句话除了为后面给明兰谋出路做铺垫，应该还有另一层试探意味。他在测试事件之中是否有大娘子的角色。如果大娘子在这件事中参与，或者就是默认这件事发生，把明兰放在他屋里，岂不是送羊入虎口？他一边说着姐姐的可怜，一边观察着大娘子的反应。妹，别伤心了。大娘子不明就里，顺着话头安慰，没意识到还有一个关键词，要是保不住。这句话就暗含了我知道我姐姐的死不是意外，如果明兰也这样被害了，就都是你大娘子的责任。王若甫没读懂潜台词，但刘妈妈意识到重点，立马找红郎。去把主君叫来。刘妈妈边拖时间边试探，想着只要钱能解决的事儿都不算事儿。若有什么为难的事儿，不妨说出来参详参详，无非是费些银子，就不要折腾六姑娘了。魏姨妈立刻逮住这个话瓣，用银钱堵我嘴，难道不是因为你们家心虚？好厉害呀！这口口声声的就说我是打秋风来的，为什么用银子铜钱来堵我的嘴？刘妈妈被怼了一个措手不及的时候，红郎到了。魏娘子来了。通判安康。局面从1打1瞬间变成2打1，
恭敬行礼之后，红郎在大娘子侧位落座，主位不变。知道魏姨妈不好对付，红郎给足了面子。魏娘子心里头疼明儿，我们都知道，可接到家里去，不太妥当。通判明鉴，我们家原也是念武术的，不是那些糟烂能户。红郎率先出招，指出不妥。魏姨妈则表明我不会任由你们摆弄。大姐姐命苦，你家如此失礼，焉能不知父子君臣内外有别呀？红郎到底在官场打滚多年，立刻抓住对方话语中的弱点。父子君臣内外有别，养育女儿是我的家事，让你一外人带走，我盛家脸面何在啊？王福听到，腰板挺了挺，小门小户的真没点数。魏姨妈被堵了回来，开始转变策略。我姐姐忽然过身，听说是孩子太大，生不下来。一听这话，原本理直气壮的红郎原地哑巴了，他没有给大娘子煽情的机会，乘胜追击。孩子夭折，我们心里也是。那如此说来，我姐姐她也算是为盛家折网呗。大娘子智商短暂上线，拎出杀手锏。话可不能这么说。自古女子生子就是一脚在鬼门关，祸福难料啊。巧得很。我还听说，当时大娘子同通判全都不在家，就一个小娘操持，剩我明儿一个才8岁的娃娃奔了街上去请郎中。魏娘子哪里听来的这些话呀？哪儿听来的？自然是已经传遍了。这八卦拦得住吗？请教娘子，程毅的妇科圣手是谁？琵琶相依授堂。这不是强盗吗？没有人。是啊，这话是怎么能被人家抢头呢？这看明儿像话了。我是个蠢人，我想着通判高升，他要去京里。魏姨妈再次加码提醒红郎，你在升迁的关键时刻。这一句开口身段柔软，实则无比硬气，真切切的插中痛点。谈及脸面名声，你跟我装糊涂，那牵扯到你的仕途，你还能装吗？但魏姨妈明白现在不是撕破脸的时候，亮了剑却又给了台阶，将这口锅甩给刘妈妈。那位妈妈竟疑心我是打秋风。哪个妈妈呀？红郎没 get 到最重要的关窍，却听到了这个台阶，就坡下。竟是些大字不识的蠢物，平白无故说这些混话。魏娘子万不要和那蠢货计较。我们给明儿请最好的郎中，就在家里住着，每天早晚把着脉，7、8个女使围着，我亲自照料，你就只管放心。只要明儿得了好照料，我就是死了也甘心的。大娘子的方案让红郎欣慰地松了一口气，可魏姨妈这句话不只是暗示，更是软性的威胁。我姐姐的死我心里有数，你们要明解，我们知事情。如果你们盛家不好好照顾明兰，我就跟你们争个鱼死网破。红郎这时不是读不懂潜台词，而是懒得想，自己马上就要升迁回京了，小小魏家能奈我何？这魏娘子为什么又不提起这6姑娘的事了？刘妈妈在门口悉数听了进去，可彩环开口问询，她却说：“恐怕6姑娘吃药费钱吧。”刘妈妈也有女儿，在魏姨妈说出只要明儿得到好照料，死也甘心，她定能明了。可她明明敬着这一小妾的娘家人，不过试探一句就把锅甩到她身上，所以即便听出真意，她还是有不小的怨怼。祖母闻讯赶了回来，刘妈妈立刻禀报。其实这里有一个战线被拉得很长的剧情，就是老太太身边这个姑娘的人选一直没定下来。这其实是一场权力的角力。红郎很明确的想把墨兰推到祖母身边，提高身价，可祖母不愿意。祖母之前并不一定要明兰，但一定不要墨兰。你去看了他们母女没有？儿子疏忽了，就去。祖母不能插手红郎和妾室的私事，却很清楚明兰的境遇。但魏小娘被害，一尸2命，她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放任下去。同时，她和红郎的母子关系也可以在这场拉扯中窥见一二。红郎落座，
祖母一言不发，喝着梨汤。房妈妈特意给黄狼端上来一碗，已经在侧面提醒老太太急匆匆赶下山，上了这么大火都是因为你。黄狼准备好应战状态，被老太太正话反说，迅速击破。母亲，都是儿子的错，母亲尽管骂。我不敢骂你，指不定你肚子里面在骂我。儿子不敢，儿子惭愧。他摆出认错的态度，祖母借机切入正题。我跟你说过的，你哥哥是怎么夭折的吗？记得。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就这么断送在那个贱人手里了。母亲，如今你的儿子也一模一样的被断送掉了。母亲，都是儿子的错，都是儿子没用。这一刻的愤怒不仅仅是这个一手维持风雨飘摇的圣府的上一任管家人的恨其不为，更是身为一个母亲的共情。唯一骨血的夭折是祖母刻骨铭心的痛。对于这个背负一生的圣家，他恨过，痛过，矛盾过，心累过。红狼一慌，老太太把事情定性这么高，这可怎么接？下跪伏低，反正我当时不在家，借口也找好了。你很有用，你太有用了。若是无用，你就该循规蹈矩，正其为上，嫡其为尊，不至于宠妾灭妻，弄得家宅不宁。祖母太了解这个儿子，见他准备模糊焦点，直接点出宠妾灭妻就是家宅不宁的根本。我就是例子，圣府差点撑不住也是例子。你还要学你老爹，把他荒唐的老路全走一遍。我知道你的生母春小娘带着你不容易，我虽是嫡妻，但当时自身难保，没能照顾到你们，所以你生怕林晴霜带着孩子们再吃你当初的苦，便又给田产又给铺面，弄得一个小妾比大娘子过得还体面。打完这当头一棒，祖母开始给儿子台阶。我能体谅你卑微的童年，也能共情你小娘带着你的不易。你宠着林清霜，我没多言过，但你却越发离谱了。母亲体恤儿子，句句话都说在儿子心坎上了。母亲，大娘子是个脾气火爆的人，儿子是心里生怕，这才……起来吧，喝口梨汤。嘴上说着感激老太太体恤，紧接着还是为自己宠妾灭妻的行为找借口。祖母不想抱什么奢望，既然威吓的效果达到，安抚一下，进入谈判阶段。万事有章法，你担心大娘子的脾气，也该有办法，或哄或劝或吓唬着，终归得按章程走。可你怎么办这些事的？屋里原本各有其职，打从你娇惯妾室，轻慢大娘子，就尊卑乱套，嫡属不分了。这些个刁仆，他们欺秦霜脸论，不会理事管家，整日里聚在一起耍乐。我狠狠打了，发卖了。红狼的伏低只是姿态，一句话就把祖母善意的手打了回去。一回来就发卖2个奴仆，终于在此刻派上用场。我的双耳都是叫刁仆连累了罢了。不管你怎么说，我就以不变应万变。从此母子俩开始各说各话。我这番话的意思，你是真不知也好，又或是不肯接我的话也好，有些话拼着得罪你，我也要说了。母亲说什么话，儿子是一概依从的。这都是你林小娘的差事，她把差事办成这样，可见不是个理事的。这个家终究还是母亲才能够打理顺畅。好好跟你讲道理，你跟我打马虎眼，说一句你顶一句，连戏都懒得做了，我又何苦跟你费口舌？我知道他每每说话夹枪带棒，让你很不痛快，偏偏你立身不正，宠妾灭妻，他能忍到今日，自然一肚子火。你去告诉他，六丫头这娃娃不用他费心带着，交给我便是了。去吧，我也该歇着了。祖母接话头，终于放出了此番训话的最终目的，要明兰，不给红狼反应时间，迅速结束对话，下逐客令。红狼被老太太的决定打了个措手不及，原本对抗敷衍的态度瞬间大转弯。明兰在华兰那儿挺好，那就养墨兰吧，听说墨兰也是很孝顺。你们林清霜把魏小娘照看死了，我反而撇了个孤女不管，倒把她林清霜的姑娘弄到跟前来养着。好啊，天下竟有县里决堤、府衙知州反而升官的道理。
儿子是觉得墨兰乖巧，母亲不至于太受累。祖母非常清楚她的七寸在哪里，也清楚要明兰需要用更大的痛点让红狼知难而退，用府衙知州升迁跟政绩的关联，用这种最能切中儿子关切点的方式给他打比方。你以为魏家人来真是跟你要六丫头回去养着，人家是绕着弯子在跟你说，若有人好好照顾六丫头，那就相安无事，不然咱们就可得小心了。华兰领了明兰住在娘子院里，这怎么不是好照料？你呀，这些刁仆在家里都住了多年，知根知底，原可带去汴京再做处置，谁也不知来历。可你偏偏在这个时候又打又卖，结了仇怨。你前脚死了妾室，后脚发卖奴仆，谁人猜不出蹊跷？若有个眼红你高升的，把他们拉去做人证，参你一本，你还想顺顺当当升官去汴京吗？别糊涂，儿子实在是莽撞。这场交锋终于与祖母胜出结束，其中却充满心酸。制度之下的母子没有血缘，祖母像一只寂寥的孤狼，对抗着只认私利的红狼，一句句苦口婆心，换来一次次虚以委蛇。或许红狼从来没有相信过这位嫡母对他的付出来自他纯粹的爱，或许他觉得祖母没有改嫁，而是一点点抚养他长大，是为了控制他，控制这个家，所以他在权力交替中奋起反抗，嘴上母慈子孝，心中剑出獠牙。祖母选择明兰，其中也含有敲打的意味。家权已经交给你，你也不喜欢我管，我就心如止水。我不管你那一摊子烂事儿，你反过来打我的主意，打算用我来给你偏疼的墨兰镀金，真是当我老了任你揉搓了。明兰在华兰那儿挺好，儿子是觉得墨兰乖巧，华兰领了明兰住在娘子院里，这怎么不是好照料？说一句顶一句，顶嘴四连，若不是切中你宝贵的仕途，你还不肯罢手。面对老太太的时候，打从你娇惯妾室，轻慢大娘子，就尊卑乱套，嫡属不分了。这些个刁仆，他们欺秦霜脸嫩，不会理事管家。出来应对大娘子的时候，秦霜秉性娇弱，他抹不开情变。这前后的转变，说明红狼并不是真听进去了祖母的劝告，生效的还是最后这句威胁。魏娘子说这句话的时候，她其实根本没有放在眼里，来应对老太太时也没打算把管家权还给大娘子。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她想借着发卖奴仆为她心爱的双儿脱罪，下一秒这枚回旋镖就打在了自己身上。已经干了此地无银300两的事儿，不管管家权还是老太太身边的姑娘，她都不得不收回心思。我远远比你自己还要明白你。我明白你看重这家族的兴衰，我明白你不在乎宅里内斗，我明白你的才华和能力，虚伪和冷漠，我更明白你手鼠两端，左右摇摆，只有最核心的利益才能打动你。利益总要分个3、6、9等，与自己的仕途相比，宁七阁的利益又算得了什么？这段对话清晰明了地展现了他和祖母的真实关系。老太太说大娘子说话每每夹枪带棒，可她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性格中的强势曾让她在婚姻中吃尽了苦头，经过岁月蹉跎，已经尽量收敛自己的脾性。可不管她付出多少，在这个儿子眼中，一句嫡庶不分就足以刺痛他卑微的自尊。无论平时看上去有多尊重多供着，在他心中，祖母都只是这个家中一个光鲜亮丽的摆设，高贵的身份是他需要之时的门面，是向外界彰显他礼孝恭顺的工具，涉及自己的利益，这些皆可不顾。经历这次，他对曾经悉心经营的母子关系已经不抱任何幻想，以后就稀里糊涂的过吧。以如爱子之心，即人爱子之心。这本书，通判不妨再仔细看看。他一生通判，一本启蒙书，带着赤裸裸的讽刺，也含着对他经历教训后能有些许反省的微弱期许。以如爱子之心，即人爱子之心，就是用你爱自己孩子的心情去体谅别人爱自己孩子的心情。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夫人必自辱，然后人辱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孟子中的每一句名言
都能怼得红狼无法下咽。只可惜他的自私和冷漠只能令他以己度人，却不够教他推己及人，谁也无法叫醒装睡的人。好好看看。他愤懑出门，把书甩给东荣，反手又抢了回来。世母智孝表演艺术家的自觉随时在线，嫡母赠书出门就扔，被人知道可怎么得了啊？盛家浩浩荡荡的登船搬迁回京，一路上一直把痛苦打碎了往肚里咽的明兰，独自一人坐在船头，终于给自己个空间去思念阿娘。他似乎决定要用一生去完成阿娘临终的嘱托。不要老家出头，你就是不肯听我。我错了，我以后都听你的，我都听你的。阿娘，我记着，我一世都记着。你叫我什么？我不舍得，我不想叫你小娘。小娘，魏小娘。魏小娘离世前故意将冒尖出头和自己的离世做了一次强关联，又明确规范她遵循礼法，要叫小娘。她再也保护不了女儿，她只希望遵理守拙，能让女儿在这荆棘丛生的宅院中活下去。你就记住一句话，看着我寒食活着最大。她明明十分清楚是谁害了她，可从未跟女儿提及半字，因为她更清楚她的离去已经让明兰无依无靠，在女儿的心里播撒一颗仇恨的种子，这不仅会让她此后在复仇的痛苦中长大，更会给她带来不可估量的危机。如此曲折繁琐的计谋，稍有半步差池，便会身败名裂，你就一切全完了。你想过没有？怪我，没有替你做主，没有替你出头。所以他缄口不语，只让女儿铭记知恩图报。你的父亲我已经醒了，你把拿去送给孩子，人家帮了我，你就要谢谢。孤儿的仗义相助，曾让明兰在绝望中寻到希望。但是小娘叫我谢你，忘了。这个是给你的，担得永世难忘。哎，别这样，别这样，应该的。谢谢。这一刻的感谢，阿娘嘱咐的知恩图报，成为他们一生羁绊的起点。哎，这是你娘亲手给我做的。当初不知道你会是我的闺女，他要是知道你是他女婿，指定在上面绣一个老虎。阿娘一生崇敬你娘子，她抗争的脚步却被命运深深桎梏。宁兰知道自己要替她好好走下去。内府李娘子镇守娘子关，我绣得好，就留给你吧。哥，阿娘。谁不想闪烁？是人间恋谁的海棠一生？孤零零，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浓水落下苍穹，是万卷离人知道海棠一生。是否？
祖母的怀抱让这个小小的人终于得以放声痛哭。在寒夜中独行的祖孙俩终于来到了彼此的身边，给予对方温暖。此刻的拥抱无关血缘，无关权衡，无关策略，只有共情和爱意。我们明丫头有人疼。祖母对爱辜负了一生，却依然选择用爱去包裹自己。此刻的他也许不知道，他的爱会成为明兰的铜墙铁壁，他也不知道这份爱最终也会成为自己的铜墙铁壁。我心里恨他，他欺负您孤身一人，要下毒害死您，我恨不得要杀他一千刀一万刀，不然我这一辈子就白活了。祖母明白，祖母明白。爱是一个轮回，春日种下的种子会在下一个春日盛开。这一期聊到这里，镜头之外我也在想，祖母的爱为何会轻易卸下我们的护甲？在知否世界中，我们看到很多父母各种不同的寄生源，也在探索我们自己的影子。我探讨过弑父，从子的角度来看，父母的权是需要翻过去的成长印记，但同样从子的角度来看，父母也是拖着我们成长的山。过去的很多年，我依然清晰地记着中学课本中的背影，在当时的我看来，这完全就是流水账一般的白描。时过境迁，每次回家时，父亲在寒风中执着地非要帮我拿行李的身影，母亲隐藏在热气缭绕的厨房中忙碌的身影，总会让我想起这片白描的背影。我们堂而皇之地享受着他们的爱，而我们为他们流下的泪却大多数是秘密的。我们不断地翻山，从人生的春翻到人生的冬，脚下的山，身后的山，从绿到黄再到枯。走远之后，我们却总会扯着时间，沿着原路哭喊着寻找那座枯山，因为那是我们的来处。我是蜗牛，下期再见。你好，我是蜗牛，我想陪你重刷知否，查漏补缺。经历扬州的纷扰，红狼终于升调成功，一家人从扬州搬到了东京。刚刚安排妥当，为了顺着大儒庄学究的时间，家中私塾的建立上了日程。可谁参加谁不参加，也成为了一个小小的争议。在开头片段中，大娘子对刘妈妈，祖母对红狼两段被导演密集混剪，一个是操心长柏不想要郭二，一个是操心明兰不顾红狼的阻拦，一个是亲妈的嫌操心，一个是祖母的寄生怨。这次连齐国公府的小公爷都要到咱们府上来念书，真是天大的造化。在刘妈妈骄傲的言语中，重要人物小公爷终于出现了。盛家的学堂终于在庄学究的《归园田居》中开课。这首诗的朗诵从幼年丝滑转场到成年，是一个漫长时间的过渡，也隐藏着庄学究的教育理念：大儒学识超群，却不入仕途；追寻思想，不入官场。这个时间转场说的是庄学究对自己学生的常年价值观影响。这首《归园田居》是陶渊明对自己过去人生的回忆和叹息，同时对田园自由的向往和追逐。切合此时剧情，更像是对于在场所有人的一个预判。所有人或落入情网，或闯入迷雾，也总会在一刻顿悟，在那一刻重归自由，轻叹一声：我本就该如此过活。这一悟就是这么多年。笼鸟池鱼，谁不思念曾经的归属和自由？在欲望所织的网中，看不到那些美丽的人间烟火，返璞归真才是心之归处。我将来还可以攒很多的钱，多宽心，闲了便去游山玩水，击球垂钓，双入钗白。这一天，余家老太太和小公爷悉数来到盛家做客。从长柏教训长风的言语中可以判断，这一天是大年初二，他们是来拜年的。过了元宵，
庄学究看你文章不好，今日初2，于老太太、小公爷都来拜年了，什么是会呀？留在家里用饭。这里稍微聊一下北宋官员的春节和假期。宋朝的春节正式称呼叫元旦，和我们现在的公历新年元旦不是一个概念，它是专指农历的正月初1。文昌杂录记载，休假岁凡67日、元日、寒食、冬至各7日，天庆节、上元节同。也就是说，冬至放假7天，春节放假7天，元宵放假7天。到了宋真宗时期，又加了一个天庆节，还要放假7天。这样一算，前前后后加起来就将近1个月的时间。宋朝的官员真是玩嗨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也许他羡慕的不只是文化和经济的高峰，还有假期。宋朝后代士大夫假期多到离谱。根据《宋会要集稿》的记载，众多节日再加上每月3次的巡休，一个宋朝官员全年享受的正常假期大约在102天。包拯包大人曾上书官家，将春节的7天假期改为5天，提高公事效率。仁宗允诺，但激发众人不满。这多像如今卷人和躺人的区别。红郎、长风和小公爷在书房品鉴书帖，来到前厅的路上意犹未尽。照前朝张海玲的话说，那真是天资自然，风神盖代。张海玲就是张怀灌，唐代书法家、书学理论家，扬州府海陵县人。在其所著的书段按神妙能3品品评书作，在我国数学史上是最早的一位。红郎的台词引用的就是张怀灌在书段中对于王羲之的评价：唯宜少笔既求，独善一家之美，天资自然，风神盖代，且其道微而未博，故常人之能学；其理隐而易深，故天下寡余之音。这里除了从红郎的兴奋表现他对书法的喜爱和沉浸，也是在朝堂和历史习惯之外另一个佐证了知否借用宋朝框架的地方。既然张海玲这个唐朝人是前朝，那当朝就是宋朝喽。入座以后，几个人继续聊着王右军，也就是书圣王易之的平安帖。他这个平安帖呀，实在是我的最爱。平安夜可以没有，王羲之的平安帖不能不看。平安帖有2件，分别是行书平安帖、草书平安帖。书圣王羲之地位虽高，可惜没有真迹传世了。万幸的是，唐代的君主都是他的粉丝，那时在顶级收藏家手里还能看到书圣真迹。唐太宗武则天就命令最顶级的书法家临摹原作，使得他失传的作品能有拓本和摹本重现世人面前。在座上，齐衡说：“我最爱王右军这平安帖上的这个安字，安字难写，衡从小就揣摩，至今还没能有其万一啊。”这里齐小公爷的性格可以窥见一二。他身为家中独子，自小勤学好进，对各种书法、绘画、诗词、文章皆用功。齐衡年纪轻轻就试图复制书圣的安，这一点在浸淫书法多年的红郎眼中有那么一点上进有余但好高骛远的意味。所以红郎说：“不着急，这个急不来。”从我们的角度看来，这似乎也映射了袁若的感情观。这时墨兰奉茶进了前厅，在红郎的眼神示意下，墨兰顺理成章将茶奉给齐衡，说不上话，眉目传情一下也是好的。齐衡煎茶的时候只是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这只是出于礼貌习惯，可看了过去却是墨兰早已准备好的满脸笑意，吓了一跳，迅速低头躲过。墨兰算好了3人过来的时间，试图寻找机会加入学术交流，展示下自己的才华，兴许能同时获得袁若哥哥和父亲的赞赏。可长风和红郎还在继续刚才的话题。这王右军是何许人呢？他的字帖我就不敢练，练了泄气。你那是作懒。墨兰见加入聊天失败，只好带着丫鬟进内屋，临走还不舍得看了袁若哥哥一眼。真的没人挽留我一下吗？祖母、老太太、大娘子，这个请安乍一听好像没什么问题，仔细一想不太对。按礼法来说，妾室的子女应该称呼嫡母为母亲，叫大娘子不是破礼，而是不周。平日里都是自家人，恭不恭敬的还好说。红郎自然是宠爱林清霜，连带着对墨兰长风的日常也没有加以约束，以至于导致有外客在的场合，墨兰也直呼王若甫为大娘子。王若甫本来瞧着趴在他肩上打盹的如儿，一脸慈爱，见墨兰进来，一秒垮起个脸，心中 OS： 怎么哪儿都有他？
厅内有很多空位，莫兰单单选了离上位最远的圆桌坐下，只为了从最近的地方隔着屏风偷偷看自己的心上人。无独有偶，此时他的心上人也正隔着走廊偷偷看向自己的心上人。齐衡看着正在与燕南玩闹的明兰，心立刻飘走了。即使为了感谢在盛家上学，也没有必要在大年初二上门拜会。按理说，我们家是公府，盛家一个五品，这样以示折节下交，若是频繁往来，倒显得有点做作。按照宋朝俗约，官员之间春节互相拜会的人过多，一般会在门房送上名次即走。清波杂志记载，新年贺节往往使佣仆持名次带往，真正进门的都是极重要的对象，毕竟这是重要的社交时间。当然不用我解释，我们也知道齐衡上门的目的，以他的身份，他本该是和郡主在家里应付他人拜会的。你这孩子，平日里并不关心应酬，今天怎么这么上心啊？但红郎还在这一刻津津有味地品评着两位书圣。王右军的万字草书是字字相隔呀，可王大令却独创他法。王大令就是王献之，王羲之之子。羲之被尊为书圣，王献之被称为小圣。东关徐论中记载，王氏宁、操、徽、焕之四子书，与此经书俱传，皆得家范，而体各不同。宁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焕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儿子们的传承让王氏一门的书法传递不息。分析一阵，红郎感叹：有这样的父子，这样的笔墨，实乃天地鬼神之幸。因为刚才长风的自我嘲讽，激起红郎的随机一叹。两个儿子扛起家族兴衰的能力却有不同。这时不韦及时出手，切断齐衡的电波。你怎么那么欠？红郎跟你说话呢，你礼貌吗？师伯说的是。齐衡这句可以说是万能回答，诸如此类还有学生受教，果真如此，先生高见，晚生佩服。总之不管说的对不对，顺着夸就完了。那小侄且去更衣了。去吧。此处更衣不是换衣服，而是如厕的含蓄说法。这个词更流行于望族阶层。古代厕所的卫生条件非常差，权贵的衣物饰品又非常的繁琐复杂，如厕时弄脏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为避免衣冠不整，很多权贵出门时都会准备几套衣服，方便如厕时更换。久而久之，更衣就成了这个阶级代替如厕的含蓄说法。齐衡心想，不让我看六妹妹，连书法都不想聊了，上个厕所吧。墨兰见齐衡突然离开，马上注意到他落下的手帕。对自己喜欢的人，总是心思细腻的，一个计划正在悄悄酝酿。长风拉着二哥急切询问孤二的归期。孤二哥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收拾停当了才能回来。二人的对话交代了孤二这些年的去向。我听说他在白鹿洞书院已经中了举了，要直接回咱们叔叔上状元秀的课。他与我写信说过了。年纪轻轻已经中举，长柏对孤二的情况如此了解，想必也是常常有书信来往的。传爱代言人随时在线，他之前放浪形骸，只不过是没想认真而已，随便读几年就中了。我看上的人会是等闲之辈吗？为下一次科考没来拿。我就是读书的时候有不解之处，我想向二哥哥请教。有什么不懂的，二哥哥教你。一会儿我跟巧巧他们有个诗会，今日初二，找二哥哥求教是假，让二哥哥帮忙请假才是真。谁家大年初二会办诗会啊？高情商，哥，我要去跟文坛精英吟诗赋对。低情商，哥，我要和哥们儿去夜总会。听说晚间于老太师也要过来，我既为考生，就应该多向前辈大家求教才是。可吼谁呢？你就是想留在盛家和六姑娘单独。闭嘴！袁若以于老太晚间要来为由头，想赖到晚饭后，估计早就探听好了，被不韦戳破了借口，马上出口打断。小公爷不要面子的吗？刚才挡着我看六妹妹的账还没给你算呢。过来半年，本来直接倒是无妨，只是娘娘叮嘱了，要回去用晚饭。那这样吧，待会儿我们就过去告辞了，先回去吧。
提到六妹妹，还是止不住嘴角上扬。不为明白袁若心里的盘算，又怕少爷搞出事儿，搬出郡主的嘱咐，袁若只得妥协，答应回家。我的汗巾帕子怎么找不见了？没落里边吧？这样，我们现在来路去路各找一圈，若是没有，那就是丢堂上；若堂上也没有，若堂上也没有，大概是被谁拿去了。找到了还好，找不到就得让众人都知道是丢了。可关键的是，得让六妹妹知道这帕子是丢了。铺子上送来的也不值几个钱，找来找去耽误了，用饭的时辰就要到了，咱们还是径直告辞了回去的好。非找不可，不但要找，还要大张旗鼓的找。找不找得到不要紧，要紧的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这汗巾帕子是丢了的。这种贴身之物，若是落在别人的手上，他日再拿出来，我全身是罪我也说不清楚。齐衡借着找手帕回到堂上，扫了一圈没见到，径直找红狼开始散播消息。师伯，我的汗巾帕子丢了。汗巾帕子丢了啊，本不值几个钱，不好惊动，只因是母亲亲绣的，这才为难。红狼心中 OS： 这孩子这么孝顺，跟我咋这么像？母亲亲绣，那可必须找到。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你去帮着给找找。哦，好的。多谢师，放心吧，丢不了。坐下等等。常摆的客气招待让齐衡顺势坐下，这个角度能更清楚地看到明兰。手帕什么的哪有六妹妹重要啊？于老太太身份尊贵，身为太师嫡妻，选择初二来盛家半年，足见她跟老太太之间的亲厚。这里不禁感叹，根据祖母暴露出来的闺蜜团，畅想一下老太太年轻时是何等的风姿，真诚和智慧所铸就的人格魅力，才能聚揽点点繁星。因为祖母和于老太太情谊深厚，也让明兰有了这个胜似姐妹的贴心闺蜜。小姐妹俩边晒太阳边吃着下午茶，还都不忘回头给对方的小丫鬟也拿一块，仿佛见到了年轻时祖母和闺蜜在一起的样子。这甜甜蜜蜜的美景引得齐衡一阵羡慕，等不及拿起一块玫瑰酥饼尝了起来。吃着一样的酥饼，就像明兰旁边坐着的就是自己。女神同款周边 get。 这儿啊，先闹腾一阵子。瞧这事儿多，不如先到我房里歇一会儿吧。等晚饭的时候，房妈妈会叫我们。房妈妈告知明兰，这边且得折腾呢，晚饭时再叫2个姑娘出来。大娘子没有找到，大娘子没见着，所有去过厅堂大娘的都叫去天津见我，准备严查到底。你小公爷素来都怕麻烦别人，如今却如此兴师动众，真是奇怪。因为那汗巾帕子是贴身之物，就算是找不着，也得有个名物宣扬出去，不然以后若有什么，口舌未必说得清楚。小公爷心思还真是缜密。齐衡直接来向红狼禀报的目的，本就是要众人知道帕子丢了，但禀报时他却十分谨慎的小声耳语，好像怕被人听到的样子。而红狼大声宣扬开来，他又适时表现出了不好意思，解释了非要找帕子的缘由，借他人实现了自己目的的同时，又让自己本来不怎么必要的动机变得无可指摘，确实严丝合缝。至此，明兰已经想通了齐衡大张旗鼓找帕子的原因。我这心里边一直觉得有些怪。这不是我大娘子，不是我偷的，我不知道怎么在我身上。明兰与嫣然在回内院的路上，正好路过偏厅，刚巧听到大娘子逮住了偷帕子的贼。经过堂上的女使们已经听到了小公爷在公开找帕子，还能轻易被大娘子在身上搜出来。明兰越想越不对劲，作案总要有动机，干脆从动机入手。还好你嫡母把小姐找出来了。这一女使她为什么要偷帕子呢？她定是为了卖钱呀。不是，若是为了窃财，那小公爷身上有那么多比汗巾还要值钱的东西，他为什么不偷？女使担着这么大的危险，只为偷这么一个小小的手帕，风险和收益的差距实在太大。第一种动机否了。那若不是为了窃财，那便是不对。若是因为贪恋小公爷，
那就要千方百计的把那汗巾留在身上才行呀。女使们既然都听到了，哪有傻傻的放在身上等抓的？第二种动机也否了。把那帕子随便丢到路边就行了呀，这不就脱了干系，随时再捡回来，这不就两全其美了吗？定是那偷帕子的人经过他身旁，把帕子随便塞到了他身上，然后他没发现，所以这就被搜出来了。明兰已经通过推演动机确定了女使是被栽赃的，那么只有接触过女使的人才可以有这样的动作，栽赃人的范围也迅速的缩小。此时明兰似乎想起了什么，就是偷帕子的人，他来不了，他出不来，他丢不到路旁，他就被困在那堂上。素琴，他是被冤枉的，他是被冤枉的。通过明兰的推理，墨兰的名字已经呼之欲出，而拥有上帝视角的我们早就知道了真相。然而墨兰到底为什么偷帕子呢？堂上人员众多，她又是怎么在所有人毫无察觉之下办到的呢？整件事真的是一场偷窃案吗？回看一下盛家的厅堂，长方形布局，主位之外左右各3把交椅，一张屏风将内外堂隔开。墨兰来奉茶时，前厅的人员有红狼、齐衡、长风，内堂人员按照座位依次是于老太太、祖母、如兰和大娘子。嬷嬷和女使们均站在各位主家的身后。蓦然加入聊天失败，带着丫鬟进内堂请安。她就地坐在距离外堂只有1个屏风之隔的圆桌侧面，观察外堂的情况。随后袁若起身离开，红狼便去内堂打招呼。长风踱步到屏风时，长柏进来了。长风拉着哥哥去了另一侧廊口，背着身说话。此时外堂已经无人，帕子就在椅子上。墨兰只需要看准时机，从屏风末端回到前堂，用袖口掩着捡起帕子，再慢悠悠地从屏风前端回到内堂，在圆桌旁坐下，悄无声息地完成了所有动作。按理说女使们都是站在自家主子身后的，这个镜头已经很明显地表现出了异样。齐衡回来找帕子时，长风已经出门，长柏也进入了内堂，坐在大娘子身边。红狼发布寻找任务，大娘子接了任务，起身去找。长柏安抚齐衡在堂上稍坐，他顺势坐在了第3把交椅上，趁机偷看明兰。明兰和嫣然起身离开，他也放下苏饼跟了上去。至此，所有人的行动动线非常明了。可墨兰的行为真的应当定性为偷吗？齐衡为了偷看明兰，敷衍着与红狼交谈，匆匆离席，自己不小心落下了手帕。即便墨兰有心留意他的一举一动，这个行为我觉得称为捡更合适。那么墨兰捡帕子的动机是什么呢？她真的是要袁若哥哥的贴身之物来宣扬吗？前面说过，墨兰是掐着时间来奉茶的，她的性格并非痴女，更多的是想在异性面前展现自己的才华。开个脑洞，如果袁若回来找帕子时并没有着急禀报红狼，可能会怎么样呢？等他在堂上找不到原路返回去，墨兰便可以趁机跟出来。独处的机会可遇不可求，他更希望由自己来把握。袁若哥哥在找东西吗？我可以帮忙。没什么，不见了个帕子而已。如若我帮哥哥找到，哥哥怎么谢我呢？注意，这里墨兰见袁若哥哥进来，立刻起身准备搭话，这也印证了我的猜想，他并没有打算自己藏着帕子。然而齐衡直走向红兰报告，没给他一点机会，连看都没看他一眼。众人皆知之后，还让大娘子去找，将事情定性为偷窃。墨兰心中 OS： 谁好人家找个手帕都要告家长啊！惊动父亲，墨兰已然骑虎难下，他慌了，慌到手炉都放不稳，万一被搜出来，什么颜面都没了，只好想办法尽快撇清干系。素琴，明兰的角度也刚好能瞄到这一幕，这整个的推理过程也是他长大后的第一次显露锋芒。话说盛家这么多人，难道真的只有明兰一个人想明白了吗？啊，本不值几个钱，不好惊动。你去帮着给找找。哦，好的。多谢师傅，放心吧，丢不了。
看破不说破，老太太的运筹帷幄令人佩服到五体投地，让房妈妈及时通知明兰离开是非中心地带，免遭殃及，看得见事情的全局，却默默地守护着所有人的体面，称一声世界上最好的祖母也不为过吧。他是被冤枉的，他是被冤枉的。何况你却说了有损他颜面，定是火上浇油，说不定那个女使会罚得更重。我们去找小公爷，这是他的事儿，他说比谁都管用。哎，不行，小公爷他是外男，咱们不好跟他深说。镜头一直采用了偷窥视角，而这个偷窥的人就藏在假山后面，连玫瑰酥饼都不吃了，竟然是跟到了这里。不如我们去找二哥哥。好，你二哥哥向来是帮理不帮亲的铁面菩萨。六妹妹闺阁之才，却似断案老吏。还有，我们一起同床这么多年了，我怎么就成了外面的男客？全程听到了明兰的推理过程，齐衡更加动心。原来清秀可爱动人的六妹妹还是个聪明过人的奇女子，不禁更想拉近距离。齐衡在感情上的急功近利，让她一时忘记了分寸，吓得明兰步步退缩。好闺蜜嫣然本能的上前保护，明兰迅速借机逃跑。我们先去找二哥哥。不必了。方才听了六妹妹的这一番话，我已经叫不为过去了。她会与你家的大娘子细说这场冤枉，你们就放心吧。人，我一定会保住的。真的？真的。上天有后生之德，小公爷这次功德不浅。嫣然是明眼人，什么都看明白了。却将小公爷帮忙澄清的动机，上天有好生之德的功德，为明兰解围。经此一事，两人都知道了齐衡的情谊。两人在羞涩和紧张中仓皇逃走，只有齐衡完全沉浸在了美好的初恋幻想之中，浑然不知自己此番动作的不妥。别帮我这个忙，我得谢谢你才是。这期讲到这里，血姬元若其实我诚惶诚恐，这个角色很特殊，在整个故事中，他给大家又美好又拉胯的感觉，稍有不慎就会坐歪了屁股。所以这里我叠个甲，所有想法仅是我个人对角色的感受。在这一场戏中，元若做错了吗？错了，肯定的是，在当时社会的礼俗之下，元若的动作会给明兰带来极大的危险，这与他讨论模仿安字时的自我十分相符。作为郡主的独子，他生活中的一切都以他为中心，所有事情对他来说都是身守其德，他从不需要从他人的角度去看问题。从小学习诗书道理，也没有一本书教他如何去爱一个人，这是一种自私，但我想称之为质子的自私。这是投胎的红利，同时也是一堂艰难坎坷的人生大课。在这场手帕局中，他、墨兰、明兰都是爱的初学者，他们在情窦初开的年纪所做出的或对或错的选择，在我眼中都是爱的初体验。这是一群少男少女在爱情懵懂时不顾一切的冲撞，试问谁没在初恋中干过傻事情呢？回到墨兰，她此时对于元若到底是喜欢还是功利？我认为二者皆有。说到底，此时的她也只是个心怀如诗的少女，她心中的元若身上固然有着公爵府的光环，但面对一个貌若潘安、才华横溢、谦逊有礼的贵公子，谁又能不心动呢？每每写稿之时，我总会告诫自己，人格永远是立体的。扁平的人格认知其实是如山的偏见，没有单纯的黑白，也没有单纯的好坏。此时纯真不代表未来必须一尘不染，此时的谋划不代表未来必须满身污点。就像我们在课堂上学到的唯物辩证，没有存在物是一成不变的，一切事物都处在运动之中。我是蜗牛，下期再见。元诺这是多有所感呐。是。你好，我是蜗牛，我想陪你重刷知否，查漏补缺。在手帕局的结尾，齐衡独自站在圣府花园，自言自语地说了这么一番话：别帮我这个忙，我得谢谢你才是。
他脑补出这个报恩梗，其实是要给自己的感情寻找一个出口，给自己的追求寻找一个借口。爱的执着可以横冲直闯，却需要出师有名。元宵过后，雪融春至，庄学究再次开课，马上就要参加春闱。学究课堂上策论的成分开始急剧增加。齐衡的这一段就是关于六国的策论，六国争霸，秦国称雄。这段历史千年来都是文人互相讨论的热点内容。这段历史包含了国家发展和斗争的所有要素，经济、军事、外交、朝堂、文化，太适合谈古喻今，能抒发自己的思想，也不怕触碰禁忌。齐衡此时虽是在解课题，但从他咬字断句的华丽感和得到学究肯定后得意的看向明兰这些小动作来看，还颇有点孔雀开屏的意思。在他陈述的同时，除了学霸长柏面露微笑认真品鉴，其他人都在跑神。长风后仰无聊状，如兰挂着脑袋打瞌睡，墨兰撑着才女人设可比掉了，不小心打断了他的遐想。明兰则发现新大陆，他用手指在桌上点着，似乎想捉住袁若的影子，可影子怎么按得住呢？于是他用水把影子的轮廓描摹下来。这可爱的小动作是他不经意流露的心，可等水痕干了，谁也无法再看出一丝痕迹。这里也预示着两个人未来的感情方向。一开始从心态上，再到对心悦之人的表达，他们都没有同频过。一个无所顾忌的急着求一个回应，一个藏于内心不奢望拥有，他们都在各自的评段体会着自己的初恋。那今日就各做这六国论吧，散了吧。谢学究教诲。六姑娘留下。学究下课，留堂明兰路上还没说，如兰就急着嘱咐：不管喊你多少次，要让过去喝吧，不许耽误日子。这句话也含蓄地告诉我们明兰如今在家中的境况，同时说明明兰被罚抄书已是日常，她写的字是庄学究心中的老大。哎呀，你这一手字啊，学生惭愧。永字写好了，其他什么字都能写得好，此乃王右军留下的法门。你写个永字来，写得好的话，今日就不用抄书了。相传书圣王羲之用了几年时间专门写咏，他认为这个字具备楷书的八法，即策、勒、奴、替、策、略、着、折。咏字八法教学独特，方法简便，强调从书写大字入手，由大而入小。张怀灌的《玉堂进京》中书大凡笔法，点画八笔，备于咏字。庄学究已经在盛家教了他们多年，学生的性情应该了如指掌。明兰日常的藏锋守拙，他一定知道。这句话是说给他听的吗？有没有可能是说给在场还没走的其他人呢？人啊，互有自知之明，多少祸事都是逞强显能惹出来的呀。在庄学究说完这句话之后，镜头分别给了如兰、墨兰和齐衡。这句劝导可能说的是如兰和墨兰的日常掐架，和齐衡不顾场合和礼数的拼命示爱。我们上学的时候总觉得自己瞒得很好，但大多数时候在老师眼中啥都清清楚楚。好吧，那就抄一遍《盐铁论》吧，3天教我去吧。庄学究让明兰抄写《盐铁论》，这是汉昭帝时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丞相田千秋为一方，以各地贤良文学为一方，就盐铁官营和酒类专卖等问题举行辩论的会议纪要。此千古一论，奠定了封建社会经济领域的思想基础。这其中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官营专擅和民间自由经济的争论，可能也是为后期调查盐税事件的暗喻。除此之外，我认为庄学究对明兰的影响也很大，追求自由的思想，研究经济的引领，都让明兰的视野走向变得更加宽广。影视作品是无法完整展示角色的受教育过程的，在他迈向思想成熟的过程之中出现的书籍或者诗词，都是对他所受到的教育的标签性体现。盐铁论着许多字，您再饶我1天，4天，4天可好？大儒的称号名不虚传，他从不曾因为学生是否需要科考就对他的功课区别对待。可是嘴馋、美食贿赂这一套，那我给学究做一碗纯菜鲈鱼羹。前些日子，学究不喜欢小厨房做的鹌鹑，今日来了笋，我再给您
做一道3鲜笋炸鹌鹑，再配上浓浓香香的鲈鱼羹。这里其实还要感叹明兰伶俐的脑袋瓜太会对症下药。鹌鹑多生长于平原地带，中原使用较多，可庄学究是红狼在扬州救下的老安人之子。明兰对症下药，食材中的鲈鱼和笋全是江浙产物，而纯菜一般只在春秋2季才有，时令的鲜物引得老庄大咽口水。学而思之，我要2碗，2碗笋，2碗。在师徒讨价还价之时，齐衡借口找玉佩赖着不走，就是为了等明兰。齐衡绕回来追上明兰，吓得他连连后退，一度到了退无可退。小公爷好。你家2个姐姐都叫我做云若哥哥，怎么偏你这么客气啊？此时所借用的时代正是仁宗时期，正是2程理学的发展之时。男女大防虽没受到朱熹继承2程理论后发展出来的理学影响，还未将女性极度束缚，但也逐渐的严苛。这样私下的贸然追上，对明兰来说真的是惊吓。可明兰的惊慌失措，在他眼中却满是可爱。她笑得像个捣蛋得逞的孩童。永昌伯爵府的吴大娘子，在新正门外开了一个暖场的马球场，很是有趣。府里可曾去过？不曾去。齐衡想借着邀请六妹妹一起去马球场为自己创造机会，就像同校的学长邀请你去春游。他可能已经明白春闱之后庄学究就可能会告老，盛家学堂会随之关闭，同窗之缘即将止步。为了见六妹妹，机会就得由自己创造。除此之外，这个邀请也悄摸摸地跟我们描述了盛府此时在东京的实际地位。像伯爵夫人的马球会这种高端社交活动，一向是没有盛府影子的。所以当伯爵府的吴大娘子突然到来，让大娘子激动的脸都变了形，以为是自家的声望到了位置，其实非也。那好，那下次我找他家六郎要了邀帖过来。这咽下去的后半句似是我带你一起去，可幸好他没说出口。如果把墨兰此时带入明兰，有着一身的马球技术，面对这样的邀请绝对兴奋死了。但明兰没有，他一脸为难，只想找机会开溜，一句话都不敢接。齐衡却自以为明兰不接话是马球不够吸引他，继续用闺阁姑娘们都喜爱的首饰当作诱饵。吴大娘子还做了博彩，都是些漂亮的首饰，六妹妹见了也一定喜欢。我家姐妹几个都不会打马球，小公爷就不用费心了。不费心，不费心的。去伯爵府，不过一盏茶的功夫。好一段鸡同鸭讲，明兰说了谎，但也明明白白的说了，我的姐妹们不会，我也不能会，我家姐妹们不能同去，我又怎么能去？可她像是一句都没有听见，单单听见了这句费心。她的邀请仅仅出于自己的小心思，她并不清楚，不管明兰心里愿不愿意，她都无法去赴这个约。一心想着增加接触的机会，一心想得到对方的肯定，却完全看不到对方的实际难处，只捡自己想听的话听，又何尝不是一种添麻烦呢？时间不早了，我们得回院里去用饭了。是啊，今日六妹妹下课，为何这么晚啊？明兰找机会想跑，齐衡明知故问，截住明兰。庄学究说我们姑娘字写的不好，要抄书呢。明兰趁机瞪了小桃一下，又要抄书了？那我替六妹妹抄一半吧，我能学你的字。绕了半天，其实就为了这句话。盐铁论可是6万字，我帮你写3万字，你总得动动心吧？不仅帮你写，还能学你的字，这是平时得多留意你的一颗心呀。但这时明兰异常清醒，不越理智一步，断然拒绝。学究罚我抄字，是为我好，我自己写就行了。小桃，别耽误时辰了。齐衡终于拿出此行的真正目的，送礼。当然送礼的艺术在于送心，一味砸钱落为下品，这种品味
小公爷可是在线。这是扬州府供上来的果子，说是每年的夏日才会有，这批冻在冰窖里，冬日吃也是个新鲜。齐衡拿出来的是江浙贡品菱角，首先这是贡品，其次这是反季节的贡品。在那个没有冰箱的时代，这盒菱角的价值可能够普通人吃1年了，又贵又雅，还贴合六妹妹爱吃的喜好。一句话已经惹得小桃咽了口水，而齐衡从不为手上拿下，亲手递上，这份真诚无法张口拒绝，但也不敢轻易接下。齐衡见主仆2人都不敢接，表演了他最让人心动的一幕。你尝尝，是不是家乡的味道？他笨手笨脚的去试图拨开一个菱角，纯然的爱意让他全心的投入，无意识的放下伪装，让对方看到自己的傻。虽然含着金汤匙出生，该见过的都见过，但在那个物流不发达的时代，让一个河南人去剥菱角，真的勉为其难。小桃不忍，接过掩饰，菱角不是这么剥的。气氛终于软化，从试探和尴尬变成众人莞尔。这种我笨拙的只想对你好的行为，真的没几个人能抗拒。齐衡趁机把礼物一股脑塞到明兰怀里，迅速撤退。这套招数和明兰对庄学究使的一模一样，对症下药，只是更进了一层，抄书为引，菱角铺路，赠笔为诗。这里我有个蠢念头，不知当讲不当讲。知道蠢还说什么？当做礼物的笔是早就准备好的，不是看到明兰被罚的突发奇想。当然有那么一层我在帮你解决你要面对的困难的意思，但是古人玩谐音梗真的是一绝的，送出2支笔，有可能带着比翼双飞的意思。齐衡塞了东西转头就走，等明兰反应过来，人已经走远。这一刻的怔愣和接受也成为了他内心渴望回应这份感情的证据。他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拒绝，只是这是他初尝被爱的味道，就像那片清晨的雾，捉摸不透，诱人探寻，只想深入其中，悄然迷人。闯入这片迷雾的少女拿着这支笔，珍视着这份情谊，心中的防备变成了惊讶，惊讶化为了感动，感动化为了悸动，最后逐渐转为不安。这么好的笔给我用，糟践了。带着自卑心理的女孩被自己暗恋的对象告白时，会有那么一种情况反应，下意识的拒绝，下意识的不敢相信，下意识的告诉自己配不上对方，也下意识的为他赤裸的表白寻找借口。小公爷是怕我笔不好才写不好字。小公爷怎么傻乎乎的？姑娘，你的字再好的笔也治不了。胡说，哪儿那么差？北境紫毫，西花牛角，绿丝紫檀，齐小公爷相赠的定情物，怎么可能是手帕之类的凡品？明兰明白，这份美好最终可能不会属于自己，却仍然爱不释手。那老太太一面教你骑马，一面教你写字，什么水里捞月、风随流星的球技，姑娘一学就会。偏偏这手字，姑娘你一时怪笔，一时怪墨，还有怪纸的呢，就没有写出一个好字来。小桃边嗑菱角边说着大实话，明兰明明马球技艺出类拔萃，却为了不冒尖出头，只能说自己不会。有些事儿不行就是不行，天生就是不行，最好是别指望。不明白，姑娘是说字吗？明兰一直以来清醒自持，从不奢望过多的偏爱。那样一个阳光灿烂、锦衣玉食的人，真的能属于自己吗？自己要用自己的阴影去遮盖他的明亮吗？小公爷就像是雄鹰，雄鹰矫健，是飞在崇山峻岭上的。我只是屋檐下的雨烟，远远看影就行了。既然没生在一个窝里，也别指望能与他同行。他一遍遍地告诫着自己，又在告诫之后悄然生出一丝期待。如此理智克制的一个人，也掩不住内心真实生出的心动。他的爱不会像齐衡一样明亮温暖，只会小心翼翼，蹒跚而行。怎么不行？我们姑娘是天下最好的姑娘。这期讲到这里，我把视角全部放在了齐衡和明兰的感情萌动，一切的表现都能看出来，明兰已然动情。
现在的他用雄鹰和雨燕比兴彼此之间巨大的落差，在未来明兰的心中是否会有更改？齐衡对明兰的感情发生于同窗期间，而在学堂的这些年，也是明兰谨守伪装最严密的时间。她表面宁静柔软，可心中却从来都是崇山峻岭。齐衡在做六国论的策论之时，明兰用笔描绘的就是齐衡在自己心中的样子，心存高远的翩翩少年，志在远方，出身高贵，前程万里，就如离巢之前的雄鹰。可从当时齐衡的论述来看，他先说了构建经济基础、聚合民心之重、国家战略眼光的紧要，最后这个更有还是落在了屯事自重，这在潜意识中是顺应当朝喜好、重文轻武的观点，同时也是一种无法突破的思维茧房。他是这个圈层的既得利益者，他所维护的自然永远是士大夫阶层的利益。若天下之人都能谨守名分礼数，分尊卑，敬嫡长，又怎么会有那些兄弟戏强、祸延家族之事呢？在这个层面，其实就已经和明兰的思想有所相悖，只是此时他心中的思想体系并不清晰，但忽然闪现而出的言语却能窥见他的底层思想。没定论就是定论，贤与不贤，易于伪装，难以分辨。可嫡庶长幼便是一目了然，不必争执。庶子若是真贤德，便不会为了一己私欲毁灭家族。反过来说，嫡子掌权，若是能够约束庶子，使其不敢犯上造次，也能永保昌盛。这一段救了盛家的名言，其实蔑视着士大夫所定的认嫡为尊的规矩。这就是明兰和齐衡的不同，一个遵守旧世界规矩的理想主义者和一个随时在变化的实用主义者，这两个人的对话其实一直都没在同个频道上。拖动进度条，从齐衡动情到他最终放下，这从少年到青年的过程之中，他过多的时间都执着于儿女之情。在这同样的时光中，明兰管了家，复了仇，遇了贼寇，经了宫变，一刻不停留的去成长。而齐衡在爱而不得中，经历了母亲的崩溃和信仰的崩塌。用这份情，他绑架过明兰，绑架过顾二，可实质上他绑架了自己。这其实并不是雄鹰所具备的大局视野，他爱上的是他的盔甲，他动情的是他的真诚。明兰的初恋起始于他的少年英姿，确定于他从不放弃的执着。可这样的执着，在失去大局视野的时候，就不再是雄鹰的执着，而是雨燕的徘徊。然而世事变幻，时时境迁，千帆之后，谁才是雄鹰，谁又是雨燕呢？我是蜗牛，下期再见。你好，我是蜗牛，我想陪你重刷知否，查漏补缺。这一期的主题是考究，是隐藏信息的阶段性总结，其中包含大量个人解读和计算，看个乐呵就好。让我从顾廷烨回京开始聊起。在长柏和长风起了个大早，顶着寒风却迎接顾二之前，东京繁华的街道上出现了3名骑着高头大马的军人。镜头一转，到了一个有更多类似着装的人的地点，这里其实是一个瞭望塔的底部。当时的东京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这里出现了世界上第1支专业化的消防队伍——前火队。这个塔其实是望火楼，这帮士兵是前火兵。东京梦华录记载，每方向300步许，有军巡铺屋1所，铺兵5人，夜间巡警，收领公事，又于高处专砌望火楼，楼上有人瞭望。前火队归相当于现代公安局的乡公事所管辖，由都巡检使统领。这位北宋公安局局长的直系领导就是未来的殿前司副指挥使顾廷烨。这段看似无意的环境镜头，其实预示了未来顾二的归处，也极其隐晦地为结局的大火做了铺垫。说着念书，长柏说要顾家二哥来念书，我就担心着呢。那孩子虽然门第好，可瞧着不像样，别把咱们家长柏给拖累坏了。幸而又说不来了，要去白鹿洞书院念书，这才放心。早在盛家学堂建立之初，顾二本应长柏的邀约来盛家读书，可临门一脚去了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市五老峰南麓，始于唐，盛于宋，沿于明清，已有1000多年历史，与岳麓书院、松阳书院、应天书院并称中国4大书院。可以推测，顾二突然得到机会去顶级学府，
才放了长柏的鸽子。从这个镜头得知，顾二在江西贡院已经参加了乡试，取得了举人学历。此时回京是为了参加开春后的春闱，因为下一级考试会试是国家级统考，需要在东京贡院完成。他与我写信说过了，为下一次科考回来的。大娘子，别想这些杂陈事儿了。再过些日子，庄学究就要到汴京这儿了，得赶紧让咱们哥温书上课才是正途。为了配合庄学究，盛家搬到东京就开始筹划学堂。也在此时获知顾二要前往江西。明兰离开扬州时8岁，剩我明儿一个才8岁的娃娃奔了街上去请郎中。这年春节过后，墨兰说：“定是听说咱们盛家的姑娘们都过了及笄之礼，特来相看的。”明兰管家之前，红郎说：“母亲不是说笑呢吧？明兰不过才及笄，又是个未出阁的姑娘。”这说明明兰及笄就在这一年或者前一年的年尾。《礼记》内则曰：“女子时有5年而笄”，说明明兰此时已经年过15，所以盛家来京已经过去了7年，而顾廷烨外出求学也差不多是7年左右。寒风中，盛家兄弟2人终于等到了顾二的到达。这里要感叹一下剧组布景的认真。顾二的旁边有块招牌，写着“大理中丸医肠胃冷”，而《清明上河图》中赵太医的药铺左右两边分别是治酒所伤针方、吉香丸和大理中丸医肠胃。回到剧中，招牌仅仅显示大理中丸，此药方出自地方很明显是惠民局。庄学究毛症开膛，委屈甚也，万万不可知道我进去。从长柏的言语推估，这个位置可能是盛府的偏门。惠民局要深入民间，所以他所处的位置应该是普通民众密集之所。从营商角度看来，地理位置不差，但不是达官显贵聚集的地方。再次侧面表明，此时盛府在高官云集的京城，并不是什么显贵望族。回看红郎第一次上朝，官服为绿色。在神宗的元丰改制之前，官服采用4色，分别是青、绿、朱、紫。宋史于服志记载，宋因唐制3品以上服紫，5品以上服朱，7品以上服绿，9品以上服青。书面上是这么写的，可实际上可能7品以下都服绿，直到元丰改制才更改了书面规定。比如《宋会要集稿》中，北宋太宗太平兴国7年正月9日，时任翰林学士承旨的李昉上奏中就有一句“服青服黄，久以寝废”，就是说即使在北宋前期，青色就已经弃用了。从这个镜头可见，红郎所穿朝服为绿，且手中所持为木户，腰带为黑银相间的黑银及犀角带，可以判断他初到东京之时最少官居7品。春节过后科考之前，小公爷曾鼓动郡主上圣府门，郡主答道：“按理说，我们家是公府，盛家一个5品，这样已是折节下交。”长柏重榜信息之中显示傅红朝奉大夫，也展示了他此时的官阶。朝奉大夫文散官名，正5品，文官第11阶。这说明升调到京之后的7年内，红郎的官职从7品升至5品。红郎被官家留堂的剧情中，就看到他的官服已换为朱，且手持象牙护，腰带将变为涂金银带。红郎在官场极为谨慎，小心慎言，他的升职之路可称为稳健，但并不快。这个不快在东京贵族圈里会理解为不被官家重视，也可理解为没什么实权。所以伯爵府吴大娘子的突然到访，在大娘子心中不失为一种突破，高兴的要死要活。也不至于空着身回来吧？就几个箱子，还有一个家具。怎么还有家眷啊？顾二下马提起家眷，长柏立刻把大猪蹄子拉到一边，想问：之前在汴京城遇上的，我瞧着他可怜，给了些银子把他打发了。这是曼娘在台词上的第一次出现。从顾二的描述判断，他和曼娘的第一次相遇是去江西求学之前，也就是差不多6至7年前。最初顾二给了些钱，估计出手阔气了，让曼娘和哥哥心生一计。后来他那个坏哥哥骗了他所有的身家，他跑到白鹿洞书院来找我。他那个哥哥挥霍光了所有钱财，跳崖死了。我看他实在可怜，走投无路了，就
就把他给收了。曼娘下了一把大棋，编造剧本把哥哥写死，否则顾二看来还有后路，同情心泛滥，也不好把哥哥都收了。但这个剧情也激发了我的好奇心，顾二和曼娘遇到的时候到底是多大岁数？长柏中进士的时候，榜单上写了他的所有信息，上写年23，直接表现了这一年长柏的年龄。长柏和齐衡两人参加的都是仁宗时期的科举，齐衡是最后一次，长柏则是倒数第2次，所以长柏参加的是嘉佑6年辛丑科，这一年他23岁，这个将作为后期推断的准星。曼娘逃走，告示上描述母子2人失踪时间为嘉佑6年春3月初，说明曼娘逃走时离刚刚公布选举榜单不久，这时的落款是嘉佑7年4月20日，这说明电视剧里2分钟的镜头，但实际上时间已经走了1年，同时也说明顾廷烨的大力封锁之下，曼娘在东京躲了1年才逃出去，随后才是顾侯爷的葬礼。第6期时我探讨过贵族的葬礼时间，地位越高仪式越复杂，拖的时间越久，顾侯爷去世1年才下葬并不稀奇。宋朝贵族越有权势，就越有可能久丧不葬，例如北宋吴夫人杜氏，宋明道元年8月15日卒，皇佑3年10月7日葬，死亡日期和下葬日期相隔15年，这在宋代并非特例。顾二在父亲葬礼结束后决定离开去寻找昌哥时，长柏提到，再过2个月我就要成亲了，不如喝过我的喜酒再走。这说明长柏和海氏的婚礼在他中榜之后的第2年，嘉佑7年的夏季。不过这跟推算年龄没有大关联，属于意外彩蛋。嘉佑8年，仁宗驾崩，英宗即位，可见齐衡所穿为素衣，此时为国丧。当时贵族丧服多使用紫色、红色、金色线绣制的花纹进行点缀，以显示身份和财富；普通百姓则使用黑色布料。母亲，若这一次的恩科我能考中了，求母亲开恩，去。齐衡参加考试的时候明确提及参加的是恩科，就是新皇登基的恩科，这一年是仁宗驾崩，这次恩科是嘉佑8年癸卯科，这一年他22岁。再看盛家学堂的座次，3栏的座次从前到后分别是墨栏、儒栏、明栏，很明显可以看出座次的依据是年龄，而不是嫡庶或者地位。而当顾二进入学堂之后的男学生座次，可以看到顾二坐在长柏的后面，齐衡的前面，所以顾二此时的年龄是在2者之间的，这样就可以推测从江西回京那一年他在21至22岁之间，但仅凭座次推断不够严谨，需要交叉证据佐证。顾廷烨落榜当时查出的原因是他曾说过官家对杨无端太过严苛。你在外面胡言乱语，为杨无端鸣不平，这话传到了陛下的耳朵里，不光是把你从3家上给刷下来了，还让你和那杨无端一样50岁才能考，也就是刘勇的4次科举不中的典故。12岁的时候和哥哥说过这个事儿，极有可能就是刘勇在那一年左右去世，顾二有感而发。这话我不是在外面说的，是在书房练字的时候说的。那时候我还不到12岁，看大哥哥字写的俊俏，天天与你一同练字。我说这话的时候，并无别人在场。如果以这个信息来判断的话，刘勇死于皇佑5年，扬州副本中白家主君给顾二留下的遗信中落款至和元年，这样就可以推断扬州副本中顾二是13至14岁。从至和元年开始算起，增加前面推断的7年，刚好是长柏春闱顾二回京的嘉佑6年，交叉得来顾二回京之时是14岁最为准确，所以长柏中榜那一年顾二21岁。但顾二从扬州回京就马上出发去了江西，还是待了一段时间呢？这一年大年初2的时候，长风追问长柏二哥哥什么时候回来，边说着边表现出满心的期待。顾二哥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总有几个月啊，收拾停当了才能回来。顾二去扬州之前本就爱玩，扬州回京又带了巨额的家产，再加上秦氏的刻意放纵，估计出发前往江西之前，在公子圈算是4亿泼洒1掷千金。扬州副本之前，顾二和盛家根本没有任何交集，但经历扬州种种，最起码和长柏的关系就让他和盛府联系甚密。也就是这段时间，长风估计当了他的小弟，跟着到处跑，还不用花钱，所以即使二哥哥外出多年，他都一直惦记着。哎呀，
太人回来最好。这种美妙的体验和记忆的塑造不是几天能完成的，所以我估计郭二停留在东京的时间其实不短。他出发前往江西的时候可能已经15岁了，和曼娘的相遇是在京城，所以相遇之时大概在14到15岁之间，正是装逼少年初长成，路见不平砸钱相助，被曼娘看上摆下骗局跟到江西。郭二去江西路上的时间，再加上曼娘的行路时间，再计算人之常情的拉扯，我估计这两人真正好上的时间是郭二的16岁多，差不多17岁左右，郭二喜当爹。这一期讲到这里，这一期的内容其实是推导出来的论据集合，在以后的内容中可以随意引用，不再占用篇幅。考究的过程是个自虐的过程，不断的自我怀疑，不断的重新再算，到现在这个成果，其实我还是诚惶诚恐的。但其中的乐趣在于我发现，其实编剧在创作之初是像《甄嬛传》一样，把一个虚构的故事按照历史时间线扣在了剧本之中，剧中的道具明确写了年号就是证明，只是最终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彻底避而不谈，这就挺有意思的。因为我确定他的写作逻辑是和现实时间线重合的，真就是种田文的逻辑，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可谁的日子不是一天一天的过呢？我们作为看客，总能在这日夜轮转、春夏交替的某一个瞬间找到自己，或喜或悲。人生就是一天一个小故事，积累起来就成了一辈子。我是蜗牛，下期再见。你好，我是蜗牛，我想陪你重刷脂肪，查漏补缺。哎，馆长，手帕哪来的？这绣法罕见啊！难道是魏行手亲手绣的？这是魏行手这个奇女子在台词中的首次出现。行手是青楼的头牌代称，训诂学著作对妓的注解是指女乐，换言之，源头上妓提供的服务是音乐歌舞曲艺，而不是皮肉。宋代青楼大概沿用唐制，有官妓、营妓、私妓之设。乐妓在京城的叫官妓，地方的叫营妓，私人的叫私妓。魏行手就是官妓，官妓入乐籍，法律上不允许提供皮肉服务。西湖游览志余记载，宋时捆帅、郡守等官虽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事枕席。虽然违法，但违法的事儿还少吗？只看明面的说法，早就天下大同了。官员和官妓闹出消息，被罚的是官妓，官员不会被重罚，最多就是名声不好。所以官员想对官妓做点什么，官妓拒绝不了，因为不会被重罚，官员也会变本加厉。不以色示人是根本不可能的。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的笔记小说《情史》记录了一个这样的故事：王安石想打击一个叫足泽的政敌，找的罪名就是与官妓薛希涛私通。王安石让薛希涛指认足泽，薛希涛堂上坚决不认，最后被活活打死。希涛绑吃致死，不肯臣服。足泽倒是留下了妙名，铭记至死都要保护着才子。什么鬼？这些风流韵事在现在看来都是血淋淋的迫害，才子佳人的浪漫都是诗文写的而已，一入乐籍就注定悲剧。表面上再众星捧月，也掩饰不了隐藏其中的伤痕累累。魏行手的亲绣手帕为何在顾二手中？帕子是贴身物品，是十分隐私的东西，用的半旧便沾染了身上的气息，拿去送人便是见物如见人的意思，若是送出，基本就是倾慕的含蓄表达。所以齐衡在盛府丢了手帕，才顺势把事情闹大。顾二肯定知道魏行手的心意，但毫不在意地将它转赠长风。对于长风来说，这个手帕就像一直喜欢的女明星的亲笔签名，会兴奋却没有珍惜。有意思的是，明兰转赠齐衡的笔也剪辑在了这一段，可明兰的转赠是自保，顾二的转赠是无意。对于魏行手来说，自己的一方情谊终是错付。后期顾廷烨被渝州的几个兄弟拉到广云台，没心思真的找姑娘喝花酒，而是直接找魏行手倾诉他和明兰之间的感情问题。劝慰之中，魏行手说：绕树三匝，何之可依？侯爷不如扶于大白。我认为其实魏行手在这一刻才释然，那个人已经不是当年肆意烂漫的少年，而是借酒消愁的他人之夫。绕树三匝，何之可依？说的不再是此时的话题，而是自身。你已靠岸，而我将去往何方？扶一大白的意思是喝一大碗酒。感叹之时，魏行手都条件反射性的劝酒。官妓
是一种职业，任务是陪酒卖身表演歌舞。宋代王安石的改革变法中，为了实践不家富而国足用的理念，增加了官妓工作内容，卖酒。燕翼遗谋录记载，新法既行，悉归于公，上散轻苗钱于社厅，而置酒肆于桥门。民持钱而出者，诱之食饮，食废其2、3矣。又恐其不顾也，则命娼女作肆作乐，以蛊惑之。酒楼和青楼合营的创新经营，让宋代政府靠着酒水行业赚得盆满钵满。孟良录记载，下库酿造所谢利息，听充本府善君，积赏公之，则朝家无一毫取谢耳。这就是说，文官薪酬和边防军费的开支都要靠酒税。清流们拿着的俸禄，有多少是妓女们用血泪赚出来的？宋代利用越级这个不平等的契约关系，将压迫的利益发展到了最大化。多事之秋，何苦不当罪？郭二一杯饮尽，8字而出，也是对这段情缘的结束。多事之秋是提醒，何当不醉是共勉。他有怀疑，有自责，有惋惜，最终将情仇寄于酒中。在我心中，魏行首确实是当时困于青楼的才女的体现。她们才情纵横，柔情似水。从最后魏行首自赎其身就能看出来，这个角色其实是知否编剧的小偏心，是对于《霸王别姬》的致敬。就像菊仙最后找到老鸨，将金银堆在桌上，甚至将鞋都脱下，只为了给自己赎身，嫁给段小楼。想当太太奶奶了你！说你养的玻璃瓮去吧！他们的感情炽热而卑微，他们敏而不骄，勇而不躁，哀而不矫，烈而不戾，缓流中顾盼，急流中决绝。带着美好的幻想，我愿意相信，其实顾二帮了魏行首。黄赐通考记载，越级事事不得为良者。官妓是受官府直接或间接管理的，想从良嫁人就得先脱籍，脱籍必须得经官方允许，但一般官阶职位低下的普通官员是没有这个批准资格的，必须有一定品阶的官吏准许才能脱籍。如果没有贵人相助，一个官妓头牌正是赚酒税的摇钱树，谁会轻易将他放走？苏轼在杭州通判之时，号称色艺1州之最的名妓周生试图申请从良。苏轼判道：慕周南之画，其意虽可嘉，空邑北之群，所请宜不允。意思是申请从良的想法是好的，值得肯定，但工作总要有人做的，所以不允。你是否能听到相隔千年的那些女性的悲鸣？他们为何淡然？因为他们被压迫的麻木了。他们为何泼辣？因为他们被压迫的崩溃了。常人之小乐，于他们而言，可望而不可及。我还记得那天马球场上，公子小姐们在场上或肆意，或踌躇，可那个在暗夜中笑着挣扎的人，让我酸了鼻子。这个小姑娘，活得像太阳。她自己又何尝不想活得如春日般灿烂？快点吧，到正课了。姑娘，别睡了。从这两段台词链接可以推测，此时是卯时正课之前，大概是早上5点半到6点之间，地点在圣府内院，前往学堂的必经之路。回拉进度条，明兰收了齐衡的笔，遇到如兰、墨兰互怼，为了平衡和隐身，顺势将笔送出的那条路就在这里。从这里出发，经过一条小路，穿过一片小园林，就到了学堂。所以明兰才肆无忌惮地在路边打瞌睡，不用顾及外人，且学堂就不远，能回笼一会儿是一会儿。像极了小时候上早自习趴在桌子上回笼，可睡着睡着就被班上的暧昧少年发现，自觉浪漫地蹲在旁边扇起了风，却被经过班门口的亲哥抓了个正着。顾二一向是个察言观色的高手，偶遇此事，1秒判断长柏会进入一个想要发作但又不大合适的尴尬境遇，直接冲了出去和齐衡相认，打断所有情绪的蔓延。无论是不满
还是暧昧？明兰一下子醒了，一脸懵逼的爬了起来，斜瞄一眼哥哥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惴惴不安的站在原地。长白此时已经拉下了脸，他此时心中的不爽是这个小公爷怎么如此不知礼数，即使同窗多年，一个外男也不该对闺阁小姐做出如此暧昧不明的动作。哎，小公爷，你怎么叫起二叔来了？长风打招呼的时候，一肚子不爽的他并没有接枪。戚恒见到顾二，兴奋之余没过大脑，越俎代庖向顾二介绍明兰。二叔，这是盛家的小六，六姑娘。二叔安好。这个举动让两人有私交的迹象越来越明显，长柏无法再忍，出声打断。不好耽误了，庄学究又见人迟了，定要体罚的。明兰听到之后，不停地变换拿手炉的姿势，缓解自己的紧张。已经困了，回去瞌睡半盏茶的功夫再去也好。小桃，哎，照顾好你家姑娘。是。哥哥的话更加让明兰无所适从，在自己家里小气，却被搞成这样，明兰又能怎么办呢？而作案的人却自始至终没有意识到其中的任何不妥和盛家哥哥的不悦，拉着顾二兴冲冲地离开，留下明兰满心惶恐地在长柏眼神中风中凌乱。但长柏的眼神不是责备，而是确认明兰是否懂得其中的弯绕。这下拿着二哥的意思，你就再靠着我瞌睡会。以明兰的小心翼翼，当然心如明镜。你还真当瞌睡呢？二哥哥那是为了，那是在帮我避嫌，怕旁人看见我与小公爷同路。在小桃的想法里，我要一心为姑娘好，既然如兰墨兰都在抢，姑娘不抢我就帮她。那四姑娘五姑娘还跟小公爷说说笑笑呢。去年元宵节逛花灯，于街上遇到了小公爷，那主君主母都看着呢。四姑娘五姑娘还缠着小公爷买了花灯，就姑娘你不肯要，那能一样吗？他们两个，一个有尊贵，一个有体面，又有爹妈照看你，我就只有祖母，我也不能给祖母添麻烦呀，是不是？和小桃的一番谈话，就是明兰现阶段心境的总结，这是她成长视角之下的自我认知。我没有母亲带来的尊贵和体面。三兰的生态其实就是当时王灵卫生态的仿品，如兰获得了大娘子的尊贵，墨兰获得了林小娘的体面。不同的是，明兰不再是买来的妾室，而是盛家的女儿，这就给了她争的资格，但她不会盲目的下场露头。7年前，母亲的离世是一生的阴影，也是刻骨铭心的大课。要说呢，你大姐姐娘家世的，是有尊贵；林小娘最得宠，是有体面。他们都是主人家，我不一样。这是明兰继承母亲思考的第一次确切的表现。魏书义最后逼明兰叫小娘，这个遗言所强调的是抚低做小的保护色，这一点明兰从小就贯彻的无懈可击，把自己藏得近乎透明。我总是让你行事稳重，不要拔尖出头。明兰如今在家里头谨小慎微，就连明丫头因我忍了不少事，从不给我添一丝丝的麻烦。我不疼她，哪个疼她？这种过于早熟的心态，祖母难道不知？这些全在他老人家眼中，且深知这样的心理来源于幼年的阴影。即使心疼异常，他也只能如冬日暖阳般缓缓地划破刺骨的寒意，融化那颗冰封的心。忽然见到陪着自己经历人生最大伤痛的顾二，被刻意尘封的记忆汹涌而来。顾公子已经学成归来了，我小娘已经过生好久了。少年之心在于晨，什么时候起步都不晚。学究说的是。大家入座吧。庄学究一语双关，一则是告诉大家为何要这么早开课，另一则是肯定顾二，只要有向上的心，什么时候努力都不晚。把前2天的功课都交了上来。众人入座，学究开始要功课。长风阴晴异常，先是去给顾二扶座椅，这让长柏看得直摇头。然后他率先捧出了功课，递到学究面前。为何这次长风这么有自信？拉回进度条，
看春节那天早上两人的对话。你念书习字，你一事无成。我告诉你啊，过了元宵，庄学究看你问账。近日啊，以前是长进了不少，这便是好的。有什么不懂的，二哥哥教你。这里面有几个关键词：第一，长风读书习字一事无成；第二，近来有些许进步；第三，二哥哥可以帮你。有理由怀疑这篇功课之中有长柏的参与，但影响的是观点，不是文笔。所以庄学究评价：你这个年纪能写出此等文章，实属不易啊。许多年纪不惑的举子也未必有这种见识和妹妹。科举会试参考人员是全国州府举荐的举人，本就是万中取一的独木桥。根据宋会要集稿记载，众人参加的嘉佑6年辛丑科取的进士就只有139人。高中1甲13名的长柏是无可智慧的天之骄子，他的行文观点放在长风的功课之中，确实会让庄学究意外，而长风却忘记了二哥哥在这篇文章中的功力，甚至回林七格说我的文采比二哥哥好。那二哥哥怎么就考上了？你平日里不是说你的文采比他好吗？不怪你，难道要怪我不成？把庄学究的评价当做了科考必中的金科玉律，让林七阁的人也信以为真。一群人自信满满而来，归心丧气而归。长风交作业的时候，墨兰就得意地说：我三哥哥学通古今，自然是赶第一个拿文章给学究看的。学通古今，我看啊，就在如兰条件反射般的要怼墨兰的时候，长柏侧头指了指手上的左传，如兰会意，闭了嘴。警示的道具选用了左传，就有了判断的设计。如果拿的是鬼谷子，就意会言多必失，出自《鬼谷子中经》，原话是言多必有数短之处。左化成功15年中的子好直言，必急于难，应该就是长柏此时对如兰的警示。这句话后来演化为成语直言取祸，就是直言不讳，会自招祸患。言多必失和直言取祸还是有差别的。这个细节说明了长柏对于自己妹妹的判断不是话多，而是直言。除此之外，此时就已经能看到长柏在家中的威严，这是他未来成长为盛家顶梁柱的前兆。如兰被大娘子惯大，大娘子管他，他不是翻白眼就撒娇顶回去；红郎管他，他直接反驳父亲偏心，你打我我也要说。可亲哥的威严他不敢触碰。明兰打瞌睡，莫名其妙的被齐衡乱入，长柏一个眼神就让明兰紧张的左右为难。长风科举不中，宁七哥母女复盘追问的时候，他不断找理由，但长柏说他一事无成，他屁都没放一个。随着长柏的成长，在这个家更是说一不二，朝上争权，百官占位，长柏一个眼神一个摇头，红郎立刻缩了回来。下毒事件中，长柏不止直接开怼外祖母，更是公正决然的惩处亲妈。可为什么大家都服他的管呢？这不只是从小建立的威严使然，更有绝对公平公正的集体印象。顾廷烨向如兰提亲时，大娘子立马不同意，可长柏说了几句顾廷烨的好话，大娘子也立马被洗了脑。我儿向来方正，他都做着顾二郎的保，定是无错的。这么好的婚事，他不点头？他还想上天下玉帝不成？他和如兰说的就是大家对长柏的共识。你哥哥都说了，那是假的。你哥哥那人最是端正，你可听他说过一句谎话没有啊？而从明兰角度，长柏是他在这个家中除了祖母花兰之外最有归属感的家人。这种归属感源于长柏对家人的保护。上学路上，齐衡的举动已经让长柏不高兴了。吴大娘子带着梁六郎来府上，梁六郎问小公爷，这么早起念书怎么起得来？小公爷本来应该是想说，明兰也一样起得很早。小公爷，你怎么起得来？盛家有个妹妹，她也……话到了嘴边，长柏就已经在对面瞪他了。还好这次齐衡意识到了，没有把自认亲昵的话说出来。第一次宫变，明兰去给父兄送吃食，恰好卷入乱局，叛军进宫杀人，还奸污宫人。明兰听了，本是往父亲身后躲，长柏立刻冲过来，把明兰挡在身后。小内侍说明兰身量小，可以钻狗洞出去。红郎和长柏立刻劝明兰出去，明兰不愿意走，长柏瞪着眼睛推着明兰赶紧走。走吧。哥，
公公，公公麻烦您了，麻烦您了。推搡之中，情急之下，明兰喊的不再是二哥哥，而是哥。事到极致才见真情。明兰无意的哥，在我眼中和蓉姐喊出的母亲有着异曲同工之用。母亲，母亲，你叫我什么？外面都是军官，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母亲，有归属，才能在不断的失望中给自己希望，在这个家稀里糊涂的过下去。这一期讲到这里，说实话，我认为知否最厉害的地方就是配角的鲜活之感。无论是寥寥数笔就勾起意难平的魏行首，还是穿针引线化成公正与美好的盛长柏，他们构成了这个真实的知否宇宙。我们相信魏行首跟秀才走后会去寻找自己的生活，我们相信长柏在尘埃落定之后，在朝堂步履稳健，成为圣府真正的支柱。所以我们才会相信我们在知否之中投入的种种感情，就像我们曾身处其中一般，站在广云台外，看着魏行首离去的身影，默默地给他说句珍重；看着长柏独闯开封府的时候，默默地为他的勇气和真情动容。一切的沉浸感都源于相信，而相信在大多数时候是由配角所决定的。他们不是主角的背景板，而是在这个平行世界真正存在的活生生的人。他们也有喜乐，也有悲苦，将他们的人生展开，都是一场场与我们或同或异的大戏。我是蜗牛，下期再见。